大家晚，大家好。有声不？有今晚有声。他们现在应该有听到了。刚刚有人说什么？我有什么雨神说我的未来不是梦，不是那个雨神呐、什么意思？毕竟雨神嘛，对大家的宝哥，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怀念。不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语老师欧仙老师啦，马下追了哦，没有啦，我应该不算老师的，大家也不用把我当老师看。虽然他一直说我是雨神老师，但其实我觉得，在讲台语这件事情，今天的配乐好酷哦！我记得配乐是Nakashi版的那个，喜欢吗？对，是吗？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是 Double 老师请毛毛老师做的，就是 Double 老师在阵亡之前，快点委托毛毛老师。我们现在全体好不好？就是那个祈求 Double 老师平安来默哀3秒钟。对。1秒钟，2秒钟，不能乱讲话。家孙有友好不？有哦，大家有平安大赚钱不？没有，这个好像不是默哀，这个直接，这不是默哀，这个也不是祈祷，这个直接入殓的，这个不一样。老师，对不起，我们希望还有红毯可以一起走，对我们不要唱衰，不可以这样。没有啊，就是还是可以走红毯。我们上次星光大道那个时阵，你不是变成照片吗？哦，对、啊，就是我还可以再为他穿上一次道士服。希望我们还有这个机会啦，因为这也是我认为说，在推广台湾文化，我不会在任何的一些文化推广上面贴标签。就即使是可能我们就是变成了道士，我变成了可能类似遗照的东西，甚至是最近的这个槟榔，有没有槟榔点心之类的？可能大家看到会觉得坏了发。你在干嘛之类的？可是我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代表文化的一环。吴昕老师，你如何觉得如何？我没有吃过槟榔，就是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很爱台湾的人。其实，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高中之前，虽然我很爱台湾，但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画出台湾地图，就是这件事情。我也是，对，真的。就是那我们今天刚才分别跟大家讲，挨啥子节，就是大家要互相打招呼一下吗？还是其实他们不用打招呼，直接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在我的脚下被我践踏了。我觉得今天已经对他们够好了，这样。那你今天没有脚你今天在上面。我今天没有脚，我今天就在你旁边，我是你的学生。好啦，我们先一打个招呼。那我们今天就来，对，大家要一起说好哦。大家用岛兵啊，你先讲啊。那这样的话，要吴昕老师一一跟大家打招呼吗？还是我们一人一个？是我吗？都可以、我还以为他们比较希望你跟他们打招呼哪有？你今天是主角，我们一人一个好了。哪有？为什么我今天主角啊？好吧，那你从他爸爸开始好了。好，那他爸爸中岛午安，大家好。好，接下来他爸爸中岛午安，大家好。我还以为我是副手，这样他们才可以他们才可以2个人都有就是双倍体验。哇，你很疼他们，这样可以。好，我们接下来兔鼠老师，吴昕老师本人。对，还是我吴昕中岛平安。对，中岛平安大家好。然后店先生中岛平安哦。然后接下来店先生中岛平安。然后接下来是晴天先生中岛平安，中岛好。中岛平安。然后接下来是追生大哥，追生者中岛平安。然后接下来马克先生，马克先生中岛平安。毛不好中岛平安哦。猫抱的丢岛兵啊！歌舞姐姐，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个时候我已经唱了，好不好？其实我不会全唱，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鹿港小珍这一首歌啊，鹿港小珍这一首歌是张雨生的，对不对？不是罗大佑吗？我有点忘记了，是吗？不是，是罗大佑。不是罗大佑吗？没有，我很常把这2个人，我很常把这2个人搞混，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关系啊，随便。是，因为2个都是鬼才。被发现不是，对，被发现不是这个年代的人。因为我们吴昕老师太年轻了，可恶，太羡慕了。没有啦，也不是年轻啊，我就知道的东西标准比较奇怪一点。就等一下分享也会发现，我知道的东西对真的很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不是我比较年轻，可能只是就是大家知道的常识，有时候我不一定会知道而已。对，这很不好意思。可是通过今天的课程，你们会发现吴昕老师真的是，我们只能称他一位老师尊师啦。待会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会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课程，真的很屌。对。
哦，好啊，那我接下来怀特比格尔，中岛公安，中岛平安，是，接下来我常靠你，是啊，怀特比格尔真的好大弟弟呀。对啊，过来下一个是那是长官，长官你好，长官平安，平安中岛平安，中岛好，然后刷的还没有人RJTW 先生，中岛平安，中岛好。RJT 生气 W 生气中岛平安，我现在有点跟丢了，那我就跟着你练，没关系，你跟着我练就好，不要紧。然后耍的来张毅咱三哥哈，然后这次那个什么那种金什么草字头芦笋汁那三哥，中岛平安中岛好哦，三哥。哦，中岛平安，耍的来，咱水灵宝贝，水灵宝贝，中岛平安，中岛水灵宝贝平安。我看到一个叫做富米耶，富米是不是？就这富米耶，对，富米我还记得在台文，这台语专业圈里面好像也有一个富米，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应该不是啦。就是家孙代代做礼物有无？有哦，现在都大家都想要做礼物呀，什么意思？我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对，跟到吴昕老师的台都会联想到礼物。麦当劳，麦当劳可以点大薯。你不要再讲些奇怪的梗了，今天不要讲那个。没关系，就是你尽量延伸，我尽量跟上，好不好，老师？好了，富米中岛平安中岛好哦。哦，耍的来。中岛平安。对呀，中岛好来猫与猫中岛平安中岛好吼。中岛平安。嘿，耍的来龟飞龟哦。嘿，假爸贝哦，假爸呢？吴昕老师有假爸。假爸了吼。我今天早上吃意面，就我今日透早是吃意面，今日天气就好诶，我总算是出去吃早顿啊。但你那意面是南台湾的黑锅烧意面吗？对，迄种透早的时阵，我其实蛮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面跟饭。对，我不是一个该吃胖的啦。我不是呢，我南部这边基本上很像早上，不会，我常常把中餐当成早餐吃，拢赶快。因为我都要跟大家就是先注解一下，我其实是北部人，对，然后那个猪大家应该就不用讲了吧，他就是经典的南部之都，对，然后我觉得我大部分的好伙伴都是桃园以南的人，所以我吃的东西基本上都会不小心配合我的朋友们，对，然后我是第一个在北部出生，也常常在北部活动，但是还是觉得北部的东西很难吃的。北部子弟，对，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我想要搬家，我们就等你搬过来，好不好？趴趴熊也来嘞，是我们的福利熊 ，A.K.A 趴趴熊，精明干练，那今那里一定是精明干练呐，吼，好不好？然后刷的罗大佑是香港人，我一直以为张雨生也是香港人，张雨生是台湾人，应该是台湾人，对不起，我。我们等下会后再开一个记者会道歉。没关系，每次都要开记者会道歉。不用，今天够专业，不用道歉，好不好？你看，我们来远在鹿儿岛，来这个学姐我们这个什么岁月静好工作室，对，魏先老师好吗？没有错，超可爱，好不好？我们今天是老师授课哦，真的听到真的是刚下学，嘿，学姐。替猪寄回手机，之前是不是有一次跟我讲这件事，我觉得好好笑。没有错，对，跟你感谢啊。对啊，真的是我这个一定是要被我自己讲一辈子，自己刁我自己。好笑哦！好啦，说了来，易先生，中岛平安，中岛好，跟我建勋哦，两位安，嘿啊，感谢，嘿啊，建勋哥来呀，平安，中岛平安吼。Hello， 然后刷的来，我看到朱农先生，雨飞香先生，他真的是我们台湾的朱农先生哎。那起爹哦，好厉害哦！你是住云林一带的吗？对吧？应该是吧？应该是啦，对。他都说他们家的猪是员工，很可爱。嘿，中岛平安，中岛好哦。员工就是拿来贴来抬呀，哇！你的那个回去吃自己的部分，还是真的把它吃掉？血汗员工，嘿，真的是血汗员工，嘿呀，胎逃咯，胎逃啊，真的就是物理胎雕。对，物理胎雕，嘿吼，谢谢朱红先生给那里马来呀，那刷到来，那小喵喵伊拉下中岛平安，中岛好哦。小喵喵中岛平安，台湾小风坛第头一个起标，第二做政治，第三做兄弟，真的吗？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对啊，我们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大家也要看看大家能不能就是帮我们一起支持，就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们可以谈很多台湾的就是一些小历史。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对，先来接港胸喉不吸干好了，就是这个本频道本系列节目由文化部语言发展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语言人文司赞助播出。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咱今嘛有一个会员的方案吼，这个置顶留言顶管呢有一个那个文化部朱组员，如果现在加入每个月150块吼，我们4月就会开始陆续出货，我们会有6个月的周边，对，然后大家可以大概会使就探金马咖喱吼，探金马咖喱就可以有享有每个应该是6个月，对，6个月的限定周边这样子，没有错，对，然后也会有系列的节目，如果大家今天听了觉得还喜欢的话，就会有系列节目支持哈，你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的动力。没错了，一定喜欢的啦，因为吴昕老师也做代志真正就跟真的，真的很认真，有吗？对，有，真的，而且吴昕老师这次替我们撰写的，就是从企划书开始，就是一定要捧读、跪着看的那种，你知道吗？对，然后这次也真的很感谢，没有啦，真的啦，怎么会突然？没错，真的，因为其实我很不习惯被这样子称赞的，你不习惯是吗？那你完蛋了，这6个月你要就是接受我满满的称赞了，你差玛丽。好，谢谢。这个应该可以到EP2000以上吧？看大概就是大概想要听，我就继续开啊。那台湾其实有还蛮多很有趣的小故事啊。我自己个人，我自己个人的兴趣就是吸收几挂领地系。然后之前我们刚刚还没有开台的时候，然后就讲到就是最近日本的，就是一些社会的小知识。我刚刚在跟那个迪卡说，我觉得超级有趣的，但是我自己就喜欢这些冷知识，就是有一些常识我不懂，大家就是大家就是互相一起教一教，互相教导，好不好？对，因为其实我今天的简报，我昨天其实已经拜读过了，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要付费上课的，所以吴昕老师，我们今天就是结束之后我要转会线好了。也是可以啦，就对啊，文化部也替大家付钱啦，对啊，大家文化部也在替他付钱啊，大家就如果真的觉得还喜欢的话，我们会慢慢的就是增加一些台语浓度。但我要先说一件事情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在说台语这个方面，迪卡够一米刷，就这个频道应该大家都会比我还要厉害一点。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不是老师，你是在攻虾小？没有，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是客家人，对，我是台中东势的，就是海线的一个叫做大家知道，跟大家分享，其实在语言的规划上面啊，就是客家话有22种腔调，就是台湾的客家族群有22种，就是来台湾之后有擅自分化或者跟闽南语融合啊。不是，我们不能说闽南语啦，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件事情。大家有很多人都觉得是闽南语嘛，好，就是跟台语融合，然后或者是跟我们所说的南岛语系，就是现在大家也是尽量会在语言专业里面，大家就会说不要说原住民语，要说南岛语，跟南岛语融合。所以其实我们客家族群有22种，然后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家客家人是大埔客，对，也至于就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听客家话，但是跟学校讲的4线还有海陆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为什么？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然后也不是有趣，那个时候觉得很羞耻，因为有点像国语政策，觉得很羞耻，因为永远都会被老师说讲的有公量不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班上其实没有台语老师嘛，我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台语一开始很初阶的学习，其实就是我阿公。就我阿公在听电台，就是北邮啊，那种什么纳豆激酶凤梨酵素嘛，然后别还有这种就贼拿卡洗耶。有时候以前都在我收音机，我小时候在那个温刀葵干嘛店，就是在台北的时阵，台中东客家人对，而且东势的客家人是大埔客，世界好小，水灵宝贝也是客家人哎，是，对，真的没错，是。我们小新老师啊，小新老师也拉塞，欢迎我们小新老师。
来到本频道来听台语吼，谢谢小新老师，最近辛苦了。对，小新老师最近肝没了，对，辛苦了。好，拍谁？吴昕老师打断你，你继续哈。哦，就是我小时候，所以我的台语其实无啥会晓讲啊。另外一个源头就是布袋戏，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布袋戏，而且我喜欢看布袋戏还不是打八嘎一口，就是我是自己喜欢看，所以我就在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以为自己台语很好，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但你出去讲了之后，因为家里没有会讲台语的人，对，家里没有会讲台语。哦，我阿公阿嬷会，我阿公阿嬷是语言天赋极高，但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会下意识觉得阿公阿嬷唔巴吉嘛，对。可是后来你现在回去想，就会发现阿公阿嬷语言天赋极高，他们是就是你，因为他一生都一直在搬家，从中部搬到北部，或者是在四处跟人家把人做行李，然后我们其实有机会以后就可以说到我阿公的故事，是蛮酷。我阿公和爸爸蛮酷，我阿公是从台中搬上来嘛，有一段时间是困桥卡，就是我们家是没有地方住，然后到最后就四界做工，所以他其实很会讲，他有时候甚至连就是他到最后开干妈店，他是连那个有一些我们到新北之后，甚至不是这里开成有很多移工。我发现他开始学越南话，好酷！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厉害，而且我学就是他的学习能力是很高的，然后他也会讲外省话，对，然后是后来慢慢的有学台语之后，才发现我阿公跟阿嬷是有内建这个系统的，但是只要你不跟他讲，就是你不跟你阿公阿嬷讲，他们就会用你平常习惯的语言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就会一直以为，我就刚刚我的台语跟我的客语，我的客语还可以，但是我后来发现出去外面讲，一定会遇到会讲的人嘛。对，有时候你的台语哪里怪怪，你听起来不是常常你讲台语的人，是讲你不是你讲客语的人，他就会觉得就是怎么会大家都这样讲？就我觉得目前台湾的社会大概分为3种人吧，对啊，就是一种就是觉得我台语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不用学，然后跟我觉得我台语不好，但是我一开口就会被人家笑。我跟大家说，就这些这瓜了，这3种人啊，就是还有真是台语很好的人我都做过。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下一页，要不要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谈到什么？没有问题哦。今天刚就下杠了，我们的破西来了。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吴昕老师非常精彩的课程之前，你们先帮我确认一下吴昕老师的声音跟我的声音，以及我们兰的纳卡西的 balance 啊，对的，卡西拉米娜，我们的 balance 有抓到吗？我们应该对，抓到问题，没问题，那得继续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我们吴昕老师非常非常厉害的课程喽。那如果说需要，可能随时调整一下，就是对，就是聊天呐，是课程，要没有啊，真的假的？我不希望大家觉得很沉重其实我不太希望大家觉得很沉重，大家觉得有趣就可以继续讲，然后我们就当聊趴。我们不要说课程好了，我想一下，这个应该叫做 PowerPoint， 就这样，好，就这样。大专生报告，其实我比较想要听一下，就是那个迪卡，你小时候家里就是很纯的台语家庭嘛，因为我们家的年代应该没有啦，这样讲也不对，我们迪卡永远18岁，他是5018岁，所以你5000年前的台语，猪妈妈跟猪爸爸在家里讲的，应该就是完全纯的台语吗？是纯的吗？我嘛唔知影呢。完全拢是台语。但我海口 Q 呢，阮中部兄，系啊，所以我定听。海口 Q 就是嘿，应该是安尼讲，就是有口音，你无算无顺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你若是厝里完全用台语这个代志啊，伫咧我出世的迄个时阵，就是在487年前，已经无这个代志啊。应该说，我小时候其实是比较像，就是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他们是配合我们，然后大家会怕若是讲囡仔人，像像我迄个时阵，我出世的时阵400多年前嘛，然后开始大家觉得，其实应该现在还是有很多在。听我们留言，就我们聊天的人觉得，或者是
足足5000年前那个时候，都会很怀疑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这个，在开始学台语之前，我们先想要聊这个话题嘛，就是大家会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台语为什么要学？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就是台语为什么会需要特别学怎么写？如果我已经会讲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本身我在虽然说很妙的是，我在VTuber 以前的主业就是一个画图社畜，然后但是我大学开始专攻的就是语言嘛。所以我认为我并不会去怀疑说为什么我要学这个语言，是因为即使到现在，我认为我之前所专攻的这个日文，我还是得要继续学下去的这个状况下，所以一直以来我对于语言就是它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没有怀疑过为什么我要学台语，甚至是我也常跟吴昕老师讲说，我很幸运可以遇到他来教我台语，是因为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在家里讲得很烂的那个嘛，常常好像起行迄个朱地卡，所以就是在我想要回来学的时候，刚好就是又遇到吴昕老师，就对这一块非常的专业，所以我完全是不暇思索，觉得说，反正因为我讲不好，我现在有理由，我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学的话，我就去学好它，就是这样子。我想的很简单所以说对于这种东西，可能对于有些已经会讲的人，反而会去思考说，我都已经也要讲啊，是安怎被是这样子吗？所以你身边其实是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说，就比如说或者是爸爸妈妈，像我自己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读了这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在分享甚至以前有可能是我其他专业的老师，然后我会近况去分享说我最近在学台语，对的时候，大家会说，那你学台语就有第一个反应是，你学台语，那你台语是安怎跟没啥人要讲？对，当然我不会，我当然就要去学啊。对，那第二个就是那讲了之后我学写反而会看不懂，对，大家反而会觉得我现在已经会讲了，但是如果我学写的话，会不会反而我的台语是倒退？我大概会听到这两种说法，但你大概会对，但是我觉得朱迪卡就是他是第三种，我觉得很积极的人啊，就是现在目前跟我同样是400岁的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人，反正就是后来的那些小孩。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不年轻了，但是比我更年轻的100多岁的这些青少年族群，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是，他要开始学，第二个他不外乎就是他其实找不到地方学，他不知道，就是你去外面去外靠，可能会有 turtle 什么 turtle， 不是 turtle， 我要被告了。我刚才说 turtle ABC， 我 turtle 不是那个 tutor ABC， 对，我们现在没有业配，我要被告了。我的天哪，不然。不丢另狗嘛，就是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外语的资源，你也知道说你去哪里可以找到比较正统，听起来会有的，对，然后都会一定会让你学到正统的，或者是你有一个脉络，它会引导你。你第一个你找不到资源，第二个就是你既然找不到资源了，你出去讲，你给我靠，有勇气讲的时阵又突然有人跟你说你讲的不好，你不如别人讲，或者开始笑你嘛。对，大家会大概是这两种人，但正常人啊，应该不是正常人啊，就是正常边悲观的人，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那些大家都那讲我不如不学了。我之前的确有一阵子是这样我在大学时代，我就是一直在专攻日文，我就觉得说，反正我怎么讲都好难起行，贵可以卖讲那种感觉。所以我其实，在大学时代，我就是尽心尽力的学好日文，然后完全把台语丢在一边，那个心情真的是会有对，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氛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好了，就是我有一个很自以为是的200多岁的儿童年代嘛，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是听那些电台嘛，就是报道联播网。就是之前朱迪卡有在上面对讲话的那个，不是飞碟嘛？第一个就是有在报道联播帮，就是分享卡甲的那个电台。我从小听到大，我觉得我自己超级本土的，然后我有在学台语，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然后
还有我刚才也有说过布袋戏，我有点过门，不知道我有点忘记我要讲什么了。没关系，反正你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没差。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学习，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只要学了某一个本土语言，我就不用学客语。也因此，就是我们现在变成我在东市几乎找不到，自从我的阿公阿嬷去世之后，因为他们其实也不跟爸爸妈妈讲，就是我们有一个语言社会学，就是现在我们文化部爸爸其实有做一个做一个调查，就是这为什么是现在大家会特别关注台语的原因是台语的语言传承率，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一个比较系统化，也不是以前，其实现在也还在摸索当中嘛，就是大家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像我们国小的时候就写注音课本，然后呢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背课文，对这样去学台语，所以就会变成说，你靠口耳相传，10个单字里面只会有1个传给下一代。比如说我的阿嬷，对，然后你用那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就会说台语这个语言，它之所以是濒危语言，大家好像会常常看到有一些我们俗称的，就是在脆上啊或社群平台上面在讲台语的人，他们常常会讲什么语言传承率，就是他们会说台语的这个语言传承率，它只有1/10，1/10的意思就是我100个词里面只有10个会传给下一代。阿嬷也要100个数嘛，阿嬷也要100个数，这100个数伫咧传到你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因为你跟他靠讲话，有当时我无一定听有其他教的嘛，若是讲我无用迄个，即马是注音符号嘛，有些人会把它记起来，然后过去问，过去查。我前提是我也还要查得到，对，我要查有一个字典，我可以查得到那什么意思。但是因为我们靠口耳相传，我们不一定知道啊。我当时要听，特别是爸爸妈妈讲的，有时候爸爸妈妈讲的话，我们也不一定会想听啊，就过去了，所以就会变成说。阿公阿嬷谈好爸爸妈妈的时阵，就敢有10个啊，10个书内底，到囡仔人就到阮这代的时阵，阮这end的时阵就敢若剩1个。哦，会变这样，对，所以就会有人说什么台语是濒危语言，这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然后有时候看到也会觉得很烦的。我们说的就是台语之所以成为濒危语言的原因，对啊，今仔日嘛不是讲教台语啦，有人说，我也是台语，我学成云林腔在南洋江，我都姓称为云南腔。就是我也想要跟大家讲一个迷思啊，但是我刚刚写安尼啦，就是腔口这之后，如果我们讲到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讲到更广泛的讨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家有个迷思，就讲我的台语听起来有腔口，甚至讲听起来就是听起来不是我们所说的正统台语，就是有小可操领带，安尼讲也不问题。可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个语言是你后来学的，大家本来就都会有口音，口音其实不是一个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不正统，我们不够正统，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够好的迷思？其实跟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东西也会有一点关系。对，今天我们大概会讲的东西大概是4个点啊，就是有些人我们一说，你来学台语的时阵，大概就会有4个问题。我自认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当我以前自认是我自己是一个会讲台语的客家人，就是我是一个有够乡土的台语人的时阵，我也有想过这4个问题啊。就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只有台语可以叫台语？为什么难不成我们不能叫它闽南语吗？对，这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也是很常让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老师帮我们解答的。对，为什么呢？我真的这个 Hello 啊，第二个就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难道不算是会台语吗？那我一定要学台语吗？台罗就是学写台语这件事情，那我看起来我的台语好像变差了。那对我来说，对他来讲，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一种得不偿失？很多人也会这样想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外台有腔口，我讲的台语没有比跟苗可丽骂人还要认真，然后也没有比受环境听起来有那个文言体，对吧？听起来很不美耶。那我要去哪里学会学到道地的台语？而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讲到台语的时候就会希望这个东西道地或者接地气？对，但实际上台语
他是不是就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预设他好像只会在某一种地方出现？就跟有一些，就有一些人他也是主张嘛，你台语在家里学就好了啊，你干嘛要去学校教台语呢？浪费我们的时间，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台语一定要道地呢？对，然后这个其实跟这个语言本身的发展也息息相关。但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想法，以上都是我们绝对主观，好不好？我跟迪卡绝对主观的想法，没有一定正确，所以大家如果有共同讨论，也可以讲出来。那我们看到我们就回。如果我讲嗨了，我没有看到，那你也可以私讯挑战我。对，我觉得真正客观的立场是这样啊，真正的客观中立的意思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可以来挑战我，然后我也接受你的挑战，好不好？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讨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要赢你，或者也不是因为你我也都也是希望你赢我，我是希望这个东西越多人讨论，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嘛。的确，对，这我们要先打个，我们先打个预防，对，我们先打个预防针啊，对，我们先打个预防针，就这类完全是我们两个绝对主观，好不好？绝对主观的想法。而且啊，讲到台语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是在，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一天呢，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募资的那个神官帽去找，就是手工制作那个神官帽的老师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乃让吴勋老师是客家人呐！我的天呐，我当下其实客家人啊，对呀，我当下其实是下巴落尾海的状况，我心里想说，我一个客家人，然后比我这个纯正的台湾人讲的台语还要好，我当下很想挖个洞跳下去，你知道那种心情吗？没有啦，就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啊，你真的失去了自己的母语之后，才会觉得我其实一半一半。对啊，我是完全失去那一脉，而且那个失去真的是一夕之间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家是东势大埔腔嘛，好多啊留言有人讲到，就是东势其实是大埔腔，其实是海陆四县之外，然后第3大的客家族群，但是就单说就是我们那边的情况，我们东势当地的情况，因为我后来其实在300多岁的时候去读大学，我们学校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是有什么大小学办的活动，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主要是培养老师的一个学院，那我们需要去领养一个小学办，我们不会说是小孩子，就是我们不是说什么义学，我们是说我们要领养一个小学办，就是教他功课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一个来自董事，我每个礼拜要固定线上，去跟他说话，然后聊天，或者是去学他想要学什么，那我要去教他。我那时候教他画图嘛，然后有时候会教他讲台语，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是东势来的小朋友，然后我想说我要选他，我到最后回去问，我对东势这个概念其实很模糊。我小时候阿公阿嬷还在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一年就是回去一次吧。1年回去一次，对，然后我其实对我的家乡真正的家乡其实蛮模糊的，所以我就去问他一下，我就去问他说，最近那里怎么样？说没有啊，就是现在那里就只有大部分的家庭就是阿公跟他的同学，阿公阿嬷跟他的同学，然后他也不太会讲客家话，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跟他说，那不然不我教你台语，你跟我讲客话。他说好啊，他学台语可以，但是他现在就是妈妈越南人，只会讲越南话。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我不是说越南话不好，因为其实我在当时其实有在学越南话，对，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胜唏嘘，因为我长大我也才200年的时间，对不对？200年，短短200年，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村里面就只有同一种姓，对，就是同一种姓，然后跟另外一个姓罗的，对，就是那个村就只有2个姓哦，然后大家都是客家人，但是会讲这个语言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对啊，那是讲哇，感谢Sorry啊，有人降落吗？我看一下，对。哇！现在有人降落，感谢西罗亚吗？感谢降落，伊拉塞，欢迎来听我们吴勋老师
传授台语，然后我们就要分享，对对对。那当时我就发现，我们就讲回来了，我们这个在工商服务一下啦，这个节目啊，这个系列节目是由文化部人文司的国家语言发展组所赞助播出，对。然后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是你在讲台语之前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了解我们现在就只是在聊天而已啦，大家不用觉得我们是在上课。谢谢西亚带着小太阳感谢西亚的加入，不嫌弃的话，我们吴昕老师这次帮我们准备了很精彩的课程。那我们这次也是受到了文化部爸爸的再次出手后，让我们有更多元的节目可以分享给大家。那目前呢，这个就是台湾话猪组员，目前热烈招募中。只要您有加入150块以上，150块以上很重要，说3次150块以上的这些会籍的话，我们6个月就有机会都收到我们文化部爸爸替我们加码的小礼物赞助的，是的，对，台语小周边，没错。对，而且台湾这里也有跟杯，对，你先讲，下面请杯，跟杯就是跟杯就是台语的那个啦，明信片你想到跟杯，现在就学到了一个跟就是烫沙嘛，对，就是它明信片你是不用跟杯，它跟杯的意思就是。因为明信片你是不用用信封，我让一家架配其实外面都要信封脱光光的，对，但是明信片，对，明信片是不用这个信封的，所以在台语里面它就是特根根，你特根根就会使夹的，就是跟配明信片。6个月跟不是6个月跟配，就有这个月是跟配，但是其他的月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有什么样的好礼物，对，还会有可爱的透卡，对，第2个月的那个我们。下一集就可以让大家批判姐，我们第2个月的透卡其实已经出现了，也是没错。说时迟那时快，让浩老师已经嘎定的，谢谢，感谢升级啦。对，我们就趁这6个月尽可能的，就是可以回馈于大家，我们就尽可能回馈。然后真的要万分的感谢吴昕老师替我们就是筹办的这一次的很多的节目，以及这一次要回馈于大家的6个月的小礼物，其实也是吴昕老师想要回馈给大家的，他真的超棒的，好不好？辛苦吴昕老师了，没问题的，没问题。谢谢啦，当然东联嘛没问题，谢谢啦。我们现在，哎呀，你不要再哭了呀！我不是在骂你的意思，我是真的觉得你好像要哭了，吓死我了！我今天不会哭，我今天齐力在这边，我要是哭了我就是猪。对不起，本来就是。对啊，我们现在讲回来啊，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觉得不胜唏嘘的是，突然发现一个城市啊，如果就是大家都离开了，然后不要说，我觉得我当然如果我说是新住民语，对，确实需要传承，但是新住民语在东南亚里面，也是会有不同的，像他们的国家可能也会有我们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讲越南语的官话，对，就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发展。那如果像各种新住民，他们来我们台湾，我们是不是也要用就是一样的语言观去了解他们家乡讲的话，是真的是他们平常在原生家乡讲的那个话嘛？因为有时候官话跟官话跟我们所说的母语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台湾之前有发生过一个东南亚移工的悲剧，就是有一个印尼爪哇岛来的移工，然后他因为就是他在台湾的公司，他遭受到虐待，就差一点被打死。然后那个时候他到最后还是被虐死了啊。对，就是他在前一个礼拜，就是在案发的时候前一个礼拜，他有去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相应的局处，然后去做举发。但是因为大家听不懂他讲什么，就是他讲的其实是印尼的爪哇语，他不是讲印尼的官话，他的知识水准也没有高到他会讲印尼的官话。但是我们台湾人因为对他们当地的语言也对这个语言观不了解，所以我们请到了一个讲印尼官话的翻译去帮他做翻译。然后大家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到最后就酿成了他在1个礼拜之后被虐死的悲剧。对，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学语言？对，我们今天要学语言，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并不一定是我们台语要讲得多好，而是在透过台语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比较能够了解到，我们台湾的社会其实实际上的运作，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社会在运作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想象的有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因为
虽然我们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有官方语言，但官方语言不一定实际上是每个人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说语言，但你一定会有民众来跟我们说，那现在其实不是啊，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大家都会讲我们所说的国语吧，就是台湾应该很少人不是说华语长大的吧？当然为什么？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谈到的东西也会很有关系。没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是真的，他说恭喜金价熊妹学台语，就是你听完这些，然后你想要学台语，那台语的东西其实现在也很好找，但你找会找到一头拉苦，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最常见就是罗马字，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也是被戏称为越南文的罗马字，有些不是，就是看到台语然后都不想学的人，就是大多数就是因为这个嘛，就是罗马字有2个不同的系统，然后有些人甚至还会自创，然后有时候自创里面还有可能会打错吗？对，你有看过有一些人是打错，对，就是说打错，我看不懂，对，然后又有汉字，然后有些人又是用注音文，那我到底要学哪一种？对，有很多想要学的人，他们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嘛。我们今天大概应该就会讨论这4点。然后我发现，我靠，快2点了，我们可以快，我可以快点进入这个。没有问题，吴欣老师，我们来接下来台语、闽南语。哇哦，吴欣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我刚刚有人提到八尺门，对啊，你可以帮我下一页啊。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有下一页了吗？有，底下下一页吗？来。对啊。先这里吗？没有，上面，对不起，我刚刚看错了，我把那个是，我把 YouTube 画面看成就当成现在我们直播画面，好好笑。我说，这我还没有下去，没关系的，慢慢来，对，照你的步调，没事。我也是想要听听看你的想法啦，就是你那个时候在学的时候入门也是不是应该看到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有点紧张。我其实因为算是之前也是有跟吴谦老师分享过，我知道开始有台语政治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从我们这个学姐，也就是方才有就是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的那位岁月静好学姐，我都叫她这个学姐，对，因为她的那个她的罗马拼音就是 J 开头啦，对，那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在创作可能比较原创漫画开始，我在原创漫画里面会想要录一些台文的字，可是我那时候还不晓得说原来那个时候台湾已经在推广这个所谓台文政治的东西了，那个也是我可能在校稿的时候，学姐有可能帮我看了一下，然后才稍微提醒我说，啾啾嘛，现在很像有就是所谓一个台湾政治的平台，叫我去做参考，这样我才知道说原来就是这些东西是有一个公约数在那边的，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说真的，台罗对我而言，我根本看不懂它。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其实反而会觉得说，如果有这个台湾政治可以辅助我的话，我倒觉得会比较安心吧。虽然说有些字是看不懂，但是我毕竟会把它当成是它比较贴近我们的繁体中文的感觉吗？对，但是我现在对于台罗我去学习它，我还是会有一些怕，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本身对于罗马的拼音或者是英文的什么系统，我就完全没有概念，所以现在对我而言，要学习它，虽然说是比较挫折，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必须去学好它，因为现在当然，我觉得，你说，你先讲，因为没有，我觉得是这样，是你说，你先讲，我今天在讲话，超好笑，我们今天在我今日准备的时候，就一点轻微，不敢喝酒，对啊，我就跟你讲，不紧的随性的喝啊，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即使我害怕，我还是得去学习它，是因为一定在当中会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收获，然后不管是未来在于可能我们未来的音乐还会继续一起创作，还是说未来可能我自己想要试着去写这些所谓词的东西，我一定也必须要有这些内涵去滋养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必须还是努力的去学习它。是的，老师。我觉得不是我，不要叫我老师，好可怕。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你。可是我觉得你现在的对于这个语言的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我觉得其实对很厉害啊。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只能算你的共学伙伴吧，我应该算是现在已经把台语学好了之后，就是我其实没有像是我身边那么厉害哦。我要跟大家说哈，我们3月25号请到一个超级大咖，好不好？来一起跟大家访谈，好不好？就是我们总统指定的台语作者温若乔会来到我们这个迪卡的现场，对，他才是真正厉害的人，就是我身边都太多这种承接人，也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在台语的，不管是台语的文采，或者是在撰写方面，我其实都还是在学习当中啊。当然，就是我觉得语言这种东西，不论哪个语言，它就是没有上限嘛，对吧？就是你学会讲，你学会写，跟你真正学会运用，那是不同的档次。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妄自菲薄啦。对啊，你会觉得，就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就我觉得它现在台语整个系统，它比较像是你可以用就日文的片假名、平假名，还有汉字去理解，它说不定看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它就有点像广东文，其实广东文就广东人他们在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时候，香港人他们也是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讲。对，那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角度去了解的话，或许台语就会比较，台语跟台湾文字它就会相对来说会更好入门，它不会是一个这么冷僻的或者是学起来会让大家很紧张，然后会怕被骂，会怕不好学的一个语言。好，那我们先一一点破好了，这个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对，然后我们先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聊天是相对非常的和平。对，这次时期走路府有编撰台语专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觉得福米也是一个一夸起来，他看起来是才人呢，你该不会是真的那一个人吧？就是我们刚刚说福米来对，我不知道，只是这个福米有时候会加入欺负猪猪的行列。我刚刚说无法接受台独，遇到台独的优罪仔说看不懂不是台湾人。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现在的社群软体，一楼啦，人有各式各样啊，对吧？因为有时候讲说看不懂台独不是台湾人的人，他也不一定是台湾人啊。的确是，对吧？对，的确。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依照自己的本心啦。对，当然最后有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学嘛。那我觉得不一定啊，任何的语言你不一定要学习啊。那如果因为一些人的反应而你去放弃学习一些值得学习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对，然后刚刚有提到八尺门。对，八尺门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背景故事。然后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八尺门，基隆和平岛的八尺门。八尺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那个时候当地阿美族的，就是语言。所以台湾其实有很多语言，台语跟南岛语的谐音转换。它其实是息息相关，就是在好几年前，400年前我出生的时候，台湾人就已经很喜欢用谐音梗了。那谐音梗其实就是台语的诞生，对，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说到台语的起源，我们就一定要讲到小川上义这个人。对，那个其实，在台湾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刚好经历到一个世界的变动嘛，然后再来就开始有世界第2次大战。对，就是日本那个时候开始军国主义，他们开始想要富强，他们开始打开锁国之后，他们找到的第一个殖民地是台湾嘛。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接受，他们想要去学习西方的任何可以让他们国家变得忠于思考、变得强大的一些学问，所以他们在明治天皇的时候开始明治维新嘛，就开始有很多西方的学问进来。那当然语言学、哲学那个时候也是。那语言学之父，在我们说南岛语系的语言学之父，就一定要提到小川上义。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台湾会变成日本重点的研究对象？不外乎就是因为日本那个时候拥有了第一个殖民地嘛，他们想要去证明日本也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其实这个证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卑心嘛，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就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去证明，就代表你其实先前是预设你自己做不到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开始有语言学。那语言学那个时候就因为日本它其实是一个
日本的语言在以前在语言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发展。日本的语言发展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因为日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锁国，然后并且他们现在也有想要锁回去的意思，对，所以他们的参考就是语言学之中的例外。好，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当成参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转向台湾。对，那台湾就有趣了，就台湾跟中国这种整块都是大陆的国家完全不一样，很多人都会在这里经历，就在这里停留，然后甚至开始殖民。对，我们台湾是一个一直以来都被殖民的小岛嘛，对，然后族群非常多元，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适合发展语言学的材料。然后再来，对，所以小川上映因为发现台语并且发表论文这件事情，他在语言学里面他就被称为南岛语言学之父。对，然后一开始他原本在民族，就是他在发展民族人类学，然后跟语言学的时候，就我记得人类学其实是另外一个，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应该是叫什么什么义的。对，反正就是他们在观察，就他们就有点像是那个嘛，就是观察玩皮克敏的那个当时的皮克敏玩家，就观察这群人每天都在做什么，是，然后我们要学习他们语言，去跟他们沟通，然后这样他也觉得他们可以把殖民地做好。对，的确是被殖民到大，对，确实，我们就是对，而且甚至有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还是殖民。对啊，也有很多人都说我移民天国的阿公可不懂台罗。那为什么会不懂台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之后我们后面当然也会提到这件事情。对，那我们发现他因为发现了台语，为什么会开始发现台语呢？以前就是你可以帮我看后面，我看一下是哪一页哦。好哦。我看一下，应该是第6页的时候。你看第6页，我只是需要一下那个对，我只是需要这个照片。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因为台湾当时台湾总督府他们非常想要发展殖民地嘛，那你发展殖民地，第一个你一定要听得懂他们就是殖民地上面的人在说什么。对，所以他们就发展了一本台日大词典。但是这件词典，而且并且就是声称着你今天这件事情，我们要先说，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它不是只有日治时期的时候台湾总督府有做。对，你们看它旁边那个是谁写的？注音台语绘画蒋中正，就那个时候甚至是228那个时候，民国47年的时候，陈诚跟蒋中正他们在当时移民来台的时候，又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你要开始在一个地方生根，你就要学习这个语言。那后来有国语弄那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其实是鼓励移民来台的这些移民要去学台语的。对，那一定会有这个必经的过程。然后当时日本要做的更细致一点，他们在出台语大词典的时候，其实不单只有撰写台语，就是台语的台日大词典这个台呢，是台湾上的所有语言。然后在目录的时候，我没有放进去啊，就是他们在目录，现在这本书还买得到。对，然后在目录的时候，他会说我们现在定义的台语有多少个，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第一个当然日语嘛，他们日语一定会写，因为那个时候军国主义嘛，日语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点冒犯字，支那语。那支那语又有分什么？南部的福建话、泉州话、漳州话。对，那个时候是分开的，还没有闽南语这个词，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闽南语这个词。然后第三个也是有点冒犯的，他们上面写的是番薯的番语，就他们说大概台湾有这3个语言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他们发展，小川上义到时候出现之后，他说不对，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台语有时候里面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荷兰语，然后有时候也会出现跟原住民语、南岛语融合的语言。他后来就写了一篇论文，你可以让他帮我回到就是有小川上义那一页，没有问题。他就发现不对，这个已经是类似台湾文革的存在了，就是这个语言已经是类似台湾文革的存在，它是单独一个语言。它在发展差不多那个时候快300多年的时候，台语是一个新语言。对，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论文，然后他就变成了语言学之父。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国语运动之前，我们一直以来
都说这个在台湾原生的语言，对，你在其他地方，当然不包括我们后来台湾人有移民啊，所以你在美国一个遇到会讲台语的人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说就是台语一定是台语啊？那他为什么不能说闽南语？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看到的照片。其实直至下一代，下一张，就是有那个叫第4页，直至民国47年以前，真正在国语运动之前，我们连蒋中正他都用台语一次，但其实到国语运动的时候。我们所说，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在历史课本里面知道说什么那个时候就是不讲台语啊，但也不是不讲台语，他连台语这个字都抹杀掉。我们再看第5页，对，这当然也不是，我不是刻意，我们也不是在说我们先不论国语运动的，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坏，这样子。这次时期台语脏话超级多，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可以去查，就是有一本书叫做《台湾旧惯调查》，日本人为了想要，好不好？为了想要去了解台湾人到底在干嘛，我们台湾人的脑内系统几乎跟日本人到现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要了解我们，他们就特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做台湾旧惯调查委员会，然后他们有出书，现在这一本书就这一套主书，因为它有12本，然后也是还可以买得到，然后他们就是会写很多，最特别之前有被蔡阿嘎拿出来拍影片的，就是台语脏话，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想到台语，大家都会想到台语脏话嘛，其实在那个时候有12本，里面有的是台湾的节日啊，台湾人在干嘛啊，你所有你可以了解到台湾人的东西，在那一套书里面其实都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真的要了解更早以前的，其实你可以去看以前在就有一本书叫《热兰遮城日记》。热兰遮城日记呢，就是以前在荷西时期的时候，有一个公司叫做 VOC 嘛，就是我们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然后他们定期都会派一些传教士啊，或者是长官来这里，那他们就会写日记，他们每天都要记录他们在这里在干嘛，然后他们又跟谁，然后跟哪一些原住民族谈成了就是商业交易，那里面的东西蛮有趣的，就是这跟台语没有关系，但是也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当大家为什么会说我们台语一想到台语就会想到脏话的时候，很多时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拿出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的接受度才会高。就对于一个影片创作者来说，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台语它真的是只有脏话，或者它只存在在乡土剧里面吗？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对，这我们可以反映的地方。其实台语很美耶，只是大家都，我觉得大家在学语言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先去找一些比较激烈，我们不要说脏啦，比较激烈的话去学，这个很像是学各国语言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对啊，大家其实有听过一个，就大家其实都觉得台语比较会出现在我们所说的儒释道，就是台湾传统宗教里面。但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颠覆的事情，你们有时候会看到，为什么罗马只有2种系统，对不对？对。一种是在我们2006年那个时候，我都205岁了。其实台语的系统发展是很后面，2006年的时候才有嘛。对，这是很新的文字。但是另外一个系统，大家看不懂的那个，然后有时候有一些乱码跑不出来的系统，那叫做教会罗马字。所以台湾最早的文字使用的台语字，其实是在教会里面超酷。对，为什么会是教会？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东印度公司，他们要掌握这些人的时候，需要传教嘛。对，然后就发现台湾人好像很喜欢拜拜，而且因为他会发现台湾人好像不会因为如果我在这里传教的话，台湾人好像不会打架，就是你告诉他拜了有用他说拜了有用，那我也跟着压修对拜给他压收，对不对？其实你们现在去那个天主教、基督教就不会拿香，台湾的天主教是会拿香的。对，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很有趣。对，台湾天主教是会拿香的，所以他们就发现，就是宗教这件事情，对跟台湾人可以和平坐下来谈，和平共处，很有效。所以在当下发展教会罗马字，刚刚有人讲到新港文书，我看一下是谁。是那个玉嘛，他有讲到新港文书这件事情。新港文书就是在当时我们荷兰还有西班牙传教士，不管是商用，不管是
我们说的传教，他们都是用同一套系统，然后就到最后逐渐发展成我们现在的教会罗马字。你们看到的那个完全看不懂，甚至现在 Google 还没有系统可以把它显示出来的字，它就是台湾400年最早出现的文字。对，其实是这样。一开始出现，其实是在，反而跟大家一开始想的守文不一样，就是其实是在基督教里面出现的。对，然后他们就到最后，台湾的长老也不一定是长老教会，反正就是他们的教会开始就发展了一个叫做台湾呼峡教会公报。就是台湾府城教会公报，里面写了一大堆妈祖的坏话。现在就是你们去查那个 Google， 不要现在查，你们之后再查，你们之后就听完直播再去查，然后他们就有很多电子化的那个内文，里面写了很多妈祖的坏话，就是那种拜妈祖不好，这是偶像迷信，你们要信耶稣，对，然后还有什么要分享什么圣礼拜烤鸡的做法，就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对，那我们再讲回来一个比较沉重的，我们所说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那个时候，因为开始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的条款，台湾进入戒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省政府令里面写到的，他们甚至也没有用到我们所说的闽南语，他们也没有跟你说不能讲台语，他们使用方言。为什么？因为蒋中在47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台语校正绘画。如果你再直接写说不能讲台语，你就是等着被砍头。所以他们要在社会上完全抹灭我们所说的本土语言足迹，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代成这些语言，包括台语、客语，还有我们所说的南岛语言，全部代成我们所说的方言。但是他们没有说就是禁止讲什么，但是他们讲了一句比较他们下了一个比较直白的命令，就是文字游戏，除了华语我们定的国语官方语言之外，其他的语言都叫方言，这些方言全部都不能讲。对，所以后来也就是说，突然我们开放说，我们现在可以不用讲，这也是国语运动的高招之一啊。我跟你突然开放之后，但是你10年20年，你从来不知道是什么语言不能讲，但是你也没有去讲。那我们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怎么称这个语言嘛？我们要叫台语吗？但是你叫台语的话，哪一个语言又可以代表台湾呢？我们其实也说不出来。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陷入哪一个语言最能代表台湾，然后也觉得台语就是它应该是一个代表台湾的名词，但其实也不是，它是一个很中性发展的。台语为什么是台语？那是因为它跟台湾文革一样，它是语言界的那个蛤蟆，你知道吗？我们四处在台湾其实都吃得到那个蛤蟆，但是其他的地方吃不到。对，所以我们才会叫它台湾文革。它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它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发展过程，但到最后，你再发现我们的社会它开始趋向自由。我跟你讲，说你不一定要讲华语了，你们现在可以讲各个语言，尤其是各个方言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称呼。我们刚刚说什么客家语啊，然后我们要怎么说台语啊？台语是代表谁？然后我们开始就会出现一个闽南语。闽南语其实是出现在1950年的时候，林语堂在书写的时候说，这里是有一个闽南的语言，但是闽南的语言它也不是只指台语。泉州话或者漳州话，它也不是讲福建话。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说我们讲什么话的时候，就是直接讲说我们讲什么当地的语言。对，就是这样子而已。对，然后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慢慢的发现台语这个名字消失了。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我可能就是想要把这个名字找回来，欲望也没有比大家多。那可能是有一些人，有一寡人可能对这代志跨重的顶多，比如说他这些时阵，大家去找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去争论哪一个语言才能代表台语。对。我们现在回应一下，大家说，新港文就是最早版本的罗马文对立西拉雅语。对，还有契约文。对，新港文其实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有一个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字典，在荷西的殖民时期有一个字典叫做甘字典。那甘字典就是沿用那个甘维宁，那个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做甘维宁。他在来台湾的时候有先去过厦门。他在厦门的时候，因为
要听懂当地人的语言，要不然那个时候也是国际语言学在发展的时候。对，你们细想一下一件事情，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的时候，其实各个传教士或者是语言学家，他们就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套标准，就是我会用这一个拼字记录去记录当地的语言，当地的人在讲什么，然后我先记录下来嘛，然后我看我再带回去，然后看有什么规律，我再去拆解这个语言。那我有可能会去发展，就是发现一个完全新的语言，就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的语言。我要有可能经过解析过后，发现啊，这个语言其实就是哪一个语言。对，这就是我们在发现世界上的人其实不是都讲同一种话的过程。对，我就有点离题，我来开始跟大家讲那个，慢慢来，开始回应一下大家的。你要先喝口水吗？也是可以啦。我看一下大家刚刚讲的什么，我觉得大家讨论好像很，我想说，突然发现大家在讲的很热烈，然后看一下。OK， 没有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照自己的步骤，对，慢慢来就好。跟明朝玄天上帝到清朝时代就有污名化的野史出现。你是说那个吗？就是那个府城教会公报是野史。其实我觉得那跟他们自己的信仰比较有关就是我今天才在那个就是 Thread 上面看到。就有人在那个社区群组里面问说，我是刚搬来的，然后哪一间土地公要先去拜，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基督徒，我要先跟你讲，我是陈述这个问题，我没有说基督教不好，然后下面就有一个阿姨就说，我们家没有拜也很好然后再给一个那个贴图说耶稣爱你，就我觉得府城教会公报在当时就比较像是那个。这样子的感觉啦，一个我有看到那个，就是写一些闲话，对，我有看到，我觉得超好笑，就很好笑，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一些缺点，就大家就会说我们好客嘛，然后我们也很大方，但是在各个殖民的统治者的角度，殖民母国都觉得我们在办这些什么神明庆典，然后在请客实在是太铺张浪费了。所以以统治阶级的角度，他当然不希望你耗费太多社会成本在不是开发他们重点的项目上面啊。就是如果今天总督府的目标是工业台湾，好不好？就是农业南洋，他当然希望你在妈周 C 的时候不要给我，对，你在那个3月20几号妈周 C 的时候不要给我出去绕境，你给我在工作的时候好好上班啊！不要跟我说什么我要请假，然后妈周 C 里，然后我们去拜拜，什么我下面。对，我什么时阵，什么7月的时阵，然后没事拍做工课又丢完这样，他当然不希望这样啊，他就觉得你们太浪费了。就是连教官调查协会里面都讲说，台湾人在请客跟绕境节庆上面，真的有很严重的，因为爱面子，所以就很喜欢花大钱的这种陋习。那为什么要发展报纸？就是因为讲神明的坏话，其实也不是因为真的讨厌那个神明，而是因为想要叫台湾人拜托冷静一点。对，就是这个样子。是，对，安，对，因为汀州就是客家。对啊，他们是客家大本营，然后厦门那里也是。好，然后我跟你讲，低卡语是什么啊？就是都是那个什么键盘打出来，然后查无该字读音的那个声音，是不是？低卡语是什么东西？就是嘟嘟嘟之类的吧，或者是啊之类的。他只是尖叫吧？对，我觉得我没错，但是没有证据。对，他说当初政治正确就是这样。什么东西的政治正确？你说方言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后来的影响，我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有一阵子不想要学客家话，而且我是在就是200多岁2、3年级的时候，然后有一阵子就是想到，我们有一阵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1年级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在2年级之后，突然就是老师会给你一个单子，然后说你觉得你是哪里人，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勾了客家人，我想要勾不一样的看看，然后就发现我被分班。
我被分成就是客家人，到最后就是在本土语言课的时候，你要移到其他的教室，所以之前你并不是勾客家，你之前是勾什么？没有，就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只有那一次要勾，然后我后来就没勾了，就只有那一次，就是2升3的时候，然后3年级的时候我就勾了客家，我突然发现我要换班上课，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是啦，就是大家其实没有很在意台语课，我们的台语课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班导要上嘛，就班导要上课。不过就我所知，现在好像是国小他们是有台语课的，也不是说不重视。今嘛一点都无啊。哎呀，不过考卷上面下是闽南语，我的手工我觉得现在大家现在会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的，就是你会发现社会最有在进步。但我那个时候200多岁的时候，我在上台语课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老师，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用考试，第二个就是大家完全不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台语课的时候，我那个老师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后来我就想到很多林林总总的事情，我就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就我们讲比较严肃的评判，那就是一个党国体制的阴影，就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我后来发现他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会在当众就是大骂，或者是把我的一个大家比较不待见的同学，然后拖去学务处，并且让他承认他有偷东西这件事情，那都是一个。那都是一个我觉得在学校体制里面遗留下来的一个恐惧，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也有受到在国语运动遗留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影响，就是我后来就是其实到最后分班，但是大家在台语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也没有做特别就是觉得台语不好的事，就是他们也没有做这样子的批判，但是他们会在台语课的时候，全班会一起玩团康游戏，就大家想到台语课都很开心，大家都在玩。但是我去客语教室的时候，其实客语老师是很认真在教的，即便他其实跟我讲的腔调不一样，他是4线课，所以他才会特别听我的，但他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大补课，因为其实客家语言的研究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嘛，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时候才会有语言意识，那个时候也没有，他可能就是真的住在新竹，然后他觉得我讲的客家话是错的，然后我一直被纠错，然后我就觉得很气馁，然后回来又看到大家其实都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像被孤立，了解，然后我们当时甚至也是在想，我当时也是在想，就是我们干嘛要。就我觉得这种课就是大家都开心就好啦，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去学一个我以后考试可能也用不到的语言？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这样子的那个过程。然后那个时候还回去还跟阿嬷说我不想去上客语课，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要逼我上客语课，我觉得我阿嬷应该蛮难过。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他上学的时候，他会教我念今天的课文，就也不至于会让我站到就是课堂上面的时候，我都念不出来，因为我自尊心小时候就很高嘛，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台语讲得很好，然后客语讲得很好的臭小屁孩。你是讲得很好，没错啊。对，没有，我那时候觉得我竟然不会顶就后对，我那时候也觉得很羞耻，然后我后来现在回去想，其实我觉得我们原本的这一个客语老师他做的事情才是对的，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情况之下，全部人在做对的事情被惩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需要羞耻，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国语运动的时候留下来的事，就是其实讲台语它不是一件错事，它是一个很中性的，它就是你要选择用什么样的话讲。你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不学台语，你不学写，你觉得你一辈子讲华语可以，没有人会去质疑你的决定。但为什么到一个场合，然后你讲一个语言明明是你讲一个语言被惩罚，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但大家为什么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对？对啊，就很奇怪，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奇怪，对，非常奇怪的语言不应该被劣化或者是优化，它就是一个语言呐，真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就那个羞耻的程度在
一个小朋友的心底。对，就是那个羞耻感是会放大的。我相信，我相信在座的85人和85人的面线，其实大家应该或多或少。对，85万的面线或多或少，其实小时候你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一定会有这件事情发生。一定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只是你忘记了，就是这个羞耻感，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很大的。因为我为什么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我后来想要学语言的原因，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很对不起那个课语老师。对，我就直接跟他说，因为而且我还骗他，我那个时候就真的很想回去，然后我骗他说我不是客家人，我填错了，我想要回去跟大家一起玩大风村。居然。对。那他现在你们还有在联系吗？还是说你只是把这个回忆放在心里？对啊，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去哪里啊！我知道后来就没有特别开课语班啊。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真的很多小朋友反应太大，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本土语教学的政策又走了一些倒退路吧，我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对，我们当初没有上过这种课，你说是就是猫与猫。你讲的是本土语言台语课嘛？对，然后他说大埔课除了台中3县一带，几乎没有其他地区会讲对啊，而且就是东势遐，东势遐已经沦陷了，没有什么人会讲，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讲，而且没有什么人。对，就是没有人住在那里，那当然你就不会继续发展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件事情，我想要分享我的想法，对于台语这个字的想法。当然，我还是打个预防针，这是我跟迪卡你们自己完全主观的想法。是。对，那我们也是呈现一些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这些省政府令呢，你要去哪里可以看得到？现在中正纪念堂里面可以看得到。对。就我们有些人会称操塔比我啦，就是这些东西，它是还有大宝老师住的林口，对，档案管理局现在都有很多东西可以让大家去查。我们当然不会讲口说无凭的东西，它上面真的就是没有写闽南语，他们也只是讲方言。对，因为你直接写不能讲台语这件事情，你是直接打蒋中正的脸。是。当时我们在看应该是下一页，好的，对，我们说到的会说的话，一定要学台语，旁边这些什么台语注音台语绘画、使用台语绘画，这都是当时的台湾长官，就台湾省政警备总部或是最高总统府的长官，他们有去写的一些自己出的书，他们都说自己说是台语。其实这样子其实就很明显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历年400年来，不要说台湾都是被统治，这是大家自己各自有自己的想法嘛，这不一定大家都这样想。但是我们起码知道，我们所谓的高官，他们都会想要试图去了解你在说什么样的语言，那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以去了解这件事，了解一下，他们学习我们语言的动机，对，就是因为想要方便统治你。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就不管是统治你的思考，让你去去对他们的行为合理化。就我没有说所有的长官做的事情都一定不合理啦，对啊，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而且极高几率会出现像我们小时候发生的那些情况啊，就是大概伫咧台语课的时阵拢咧算啊，你若是讲无算啊，你去学一寡物件嘛就刷去啊，但是伊就是咧算啊，变相的，那其实变相算是一种惩罚认真学习的人，对，就是那种羞耻感，对，你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不对的，但如果你没有去掌握自己的语言的话，你就很有可能觉得为你自己觉得对的，就对你自己正在做对的事情有了不一样的批判。不过迄当中你讲你台语课的时阵拢咧算，你算啥货？啊标啊是安尼，就是算迄个啊，有足侪啊，就是
大风吹嘛，哈，这真的是完完全，我以为是玩一些可能台语系的游戏，就连那些东西都没有。我的导师，我的迄当时阵班导，伊是完全袂晓讲台语，他不会讲台语。真正拢在算。除了不会讲之外，他也有说过那些东西，他也看不懂啊，他没有办法上啊。对啊，今麦的囡仔，今麦的囡仔伊上第一课的时阵会有听有看有的老师去上，你最起码是要看得懂，然后能够教着念的老师，他才可以去上课。然后台语，并且配的老师都一定要会看那些什么台鲁或台文了，一定要。对，小天你好，你好。对啊，但是以前不需要，但是而且本土语言课在我们200多年前，就是2006年是我是阿本迄当时就是开始有迄个台语课嘛，那个时候其实教台语是有补助的，到现在其实也都是有补助的哦，他们可以多领这个钱，但是他们不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把语言的因素，本土语言的因素去撇开，就是你要拿这个钱，你起码要有相对应的专业能力，这是一个不论你在哪个工作，你都要有基本的事情。那但是为什么放到本土语言的议题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事情。的确啊，而且就是我刚刚就安慰的是，今嘛大家已经就是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现在是用闽南语考卷，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啥？因为今嘛写台语的人就较想要，就实在想推啥的人，应该惊去用骂，就是也是怕被骂，他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先用闽南语没关系。但是只要多一点人觉得这个没关系，就有关系了。你连什么就一定会有进步。你今嘛去迄个教育部的迄个网站，上无的课本内底，他们写的其实都已经是台湾台语了。那其他的老师他们自己怎么用，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不会说他们是反对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说这些人还在路上嘛。他理解了之后，他说不定就会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台语就好了，我们不用说他一定是闽南语。对。而且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晓得说，闽南语跟台语有啥无同款，是近近啊，嘛是陆导学姐偷偷跟我讲，迪卡你咧开心的时阵啊，你开台的时阵有无？拜托你莫讲闽南语好无？我讲是安怎无同款嘛？伊就讲无啦，迪卡他就跟我讲一些政治的东西，你知不？可是这个东西我就那个，就其实所有不论什么政治立场，以前大家都是讲台语，连蒋中正，蒋中正应该是最政治的人。如果你那个时候说，如果你那时候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说没有蒋公我们要去政治化，那我觉得去掉的就是我们的性命咯。对，就连他都讲台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定掉一件事情，就是台语是台语这件事情，其实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某一个时期是大家都公认的。那为什么之后会有这个讨论？我想那是因为大家都希望所有的语言发展都好。对了，你有要发展，它才会有讨论。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有所本，语言的脉络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才会去讨论说，那其他的语言有没有可以争取的机会？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就是南岛语，我们南岛语客人话。还有台语，我们都是要做国家语言。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啊，我们都是可以代表国家的语言啊。那台语，你说台湾就可以代表整个台澎金马吗？那这个也有点未免太牵强了吧？而且其实金门人讲的是偏闽东的 Q 靠，他不是闽南语真的，他们不是我们说的闽南。对，你起码可以听那个金门的台语，跟我们是不同款的。对啊，你不能说什么台湾就是一个岛啊，就是台湾可能我们有些人在地理位置上，如果我们现在说台澎金马叫做中华民国，那我们可以说国家语言叫做台语，然后国家语言就是这个岛上的语言，而其他的东西又不是国家语言吗？你也不能这么说嘛。对，那台语它是有一个台语，为什么它叫台语的脉络？我们可以把台语还给这个语言，还给台语，那其他语言我们一起就叫做。我们一起要做国家语言，我们现在甚至也有把那个，现在你去文化部去看，其实嘛会把国家语言内底
加金门语，就是金门语跟马祖语、闽北语跟闽北的腔口跟闽东的腔口，它是从台语分出来的。如果真的对语言观，我们学完整个台语的系统之后有所了解，你就发现其实它其实不一样了。它其实是两个自由发展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尊重人家的发展，我们不能说大家讲的话全部都是台湾的语言，这样跟什么我们都是一个国家，那是一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台湾这个民族最可贵的是多元发展，不是想要让大家变成同样一个地方，我们不用让所有人都一定要代表同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这才是比较可贵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些人就会说，我们为什么会说一定要学会写？那是因为其实统治的人就统治我们的人，其实都想要学写。要怎么把它记录下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不用就觉得我一生其实也没有这么大的志向，我也不觉得被人家投有什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参考啦。应该会说到下一页 ，OK， 没有问题。下一页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請居們來算了一張台灣阿嬷，對不對？就是其實像那樣，就是我們講到一個比較正面的議題，就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議題。我們說台語為什麼現在是瀕危語言，就是因為你阿嬷團一擺落來到你家的時陣，敢有一個，就是你現在台阿嬷其實有一寡能力，人老了，那個學習的能力有限啊，他可能可以很快的學會你的話怎麼講，但他不一定有力氣去寫啊，對啊，他不一定有力氣寫給你看這些東西要怎麼講，然後這是什麼意思，甚至講的時候他都會有點吃力。那寫跟傳，然後跟再造這個部分，其實就會變成我們如果真的覺得這件事情重要，你就會變成年輕人需要做这件事情，对，因为你跟你讲，他真正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也不一定会啊。对，就跟我们，我们以后让因为对我那个那也多为戏嘛，我们也是会老啦，对啊，我们也有可能以后变成这个角色啊。那如果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去记录的文本的话，这件事情的传递，我们真的要去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学问，我们要把这个语言变成一个学问，它一定是更方便的。那这个方便，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它其实是体谅啊，就是可以体谅你自己厝邻人啊，这是互相体谅，这是我们的民族性嘛。对啊！你这个 PowerPoint 真正做到最好诶，我嘛是安尼想的。不过即摆阮阿嬷已经，我开始甲大姨转来的时阵，我阿嬷已经开始袂记丢啊，已经袂付啊。对啊，有一点遗憾啊，就是每次回去阿嬷家，她其实83岁了，她还很硬朗，可是你要去接受他渐渐不记得你这个孙子的那个当下，其实真的会觉得，我早点学不就好了吗？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呢，有时候就是因缘际会。我有听过，我有听过一个分享，就是其实我们本来啊，但是其实也是这样，就一个鸡汤。我们先分享一个鸡汤，就是说最好的时间点，很多人都会说是10年之前，跟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点叫做现在嘛。就是大家都会想，如果我早一点去发展，但你现在发展的话，你就会变成10年之后庆幸你现在有学的那个人啊。对啊，就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嘿啦。对，而且就是我听就多人去真的是去为了一些本来说有一些有趣的，就有一些议题去争取的时候，其实真正受惠的都不是他们当时会想要去改变的那个人。就是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也是希望我可以去让我课语老师觉得很欣慰吗？但是课语老师现在也不在啊。对啊，就你们不是说他的生理不在，而是他可能不再当课语老师啦。就是他绝对不会是当下的你想要去和解的那个对象。对受益，但是你可以让很多跟他很像的人，对，有这个机会。
对，我觉得是这样。刚刚有预留搞啊，公安哪是讲口述记录，口述记录这件事情，就回到我们现在这样讲，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技术确实有可能做到口述记录，对，口述记录是可以做的，但是再来就一来就是保存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我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口述记录这件事情，档案什么的，就是你口述的记录会比较好，或者是你直接写下来的技术也比较好，就各有优缺点嘛。但是如果有多方的记录，就比如说你也写下来，你也录下来了，那这就是多一重保险啊。就是你如果要特别把这个东西留下来的话，那你当然是用各种方法把它保存起来，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们拿到，就是各位就影视组如果拿到各个就是回馈品的时候，你们拿到第一卡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冷冻也可以冷藏啊，你就不会说那我直接搬去俄罗斯，那俄罗斯零下20度，对不对？零下20度，那我直接放在外面可以吗？那当然也可以，那是你的自由啊。对吧？但是我们一定会有，对啊，还是那个你们可以拥有就是保存第一卡回馈品的100种方式啊，对啊，那都是这样啊，对啊，头大家对迄个金门妈做的代志，好像很有感触，对吧？就其实我也没有去过，我跟你讲，我是一个极度没有尝试的人，我其实没有去过金门妈祖，但是我住的地方有很多金门人。然后呢，我去问他们说，他们也是可以就是讲台语讲。我说哇，你怎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就是你在金门的时候讲台语是不一样。然后他就开始突然讲一大连串的，就是金门的台语，然后说，让你听得懂吗？然后就发现，好像也是听得懂。那很新奇，就你会发现你多学了一个东西，就是你看的世界有更多了。语言就是带你去看世界，我觉得超级有趣。真的，但如果对。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先决没有这个认知，我们就没有跟他对话的机会，因为少数，我觉得大多数在台湾有一种就台湾人有一种互相体谅的心，你没有跟他讲就不会提，他就会，我们就会依照对方就是在跟我们讲话，在讲话啦，习惯，对，可以教引供。但是如果你今天知道，你就可以跟他讲更多不同的事情，那你的见识就会更多广。对，其实多一个语言对我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你会多熟悉一个族群，其实那个是会让你心情变得非常富足的。对，其实它已经远远超过说你那些什么补习费啊，或者学习那些语言的一些时间。其实你在学习当下，你多认识这个族群，你会得到了一些理解，然后认识之后，你会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一些可能价值观，会反而反馈在自己身上，回馈在自己身上啦。对。就是我觉得语言就很多人说为什么需要看字，就是他现在还是会讲一句那干嘛，就叫做什么传统俗语就会讲什么那个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就是用书就是用字编排而成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字记录？因为文字跟文句这件事情，它是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比较哲学，我其实有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 gay 掰，但是我们就讲吧。就是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另外一种叙事态度。你现在去看什么浮士德几千年前以前的人，你去看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写的东西，真正好的文字，真正好的记录，它是能够让你在当下有共鸣的。对，所以为什么口述有时候文字记录跟口述记录会一样重要？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文字记录，文字它其实是一个超脱时空。你在听的时候，你听对话、听录音档，更何况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在台语还是一个相对蓬勃的语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录音的。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讲。那我们讲到文字记录这件事情，对，那文字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某种超脱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记录意义的东西。对，你现在看到的记录，它以后可能是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就跟以前在好几个世纪西元前在写汉谟拉比法典那些石板文字的人，他们也没有想过
到最后有人开始去研究汉谟拉比的文学啊，好酷、对，就是你到底是知道多少冷知识啊？没有啊，这不是啊，这就是高中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我就嘿吼啦，那这没有啦，反正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但就有就好比好，那我们就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那个，简单的那个，比如说你在5000年前，迪卡写了"好想吃火腿"这5个字，对不对？然后后面有些人看不懂了，到最后就发现了他的推特，然后他的推特就变成迪卡体啊，就是这真的是有可能在以后发生的事件。我们现在看李白的《唐诗300首》，那不就是他们以前发的 Instagram 吗？你现在会觉得 Instagram 那些废文是文学吗？不是吧？对耶，啊，你讲的很棒。那你看苏东坡，哇，今天又被贬到黄州了，来吃猪肉好了，然后以后又变东坡肉。对啊，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在惠州酿了酒，来吃坏肚子了，笑死哈哈，对吧？这就是他的那个宋词啊，然后变成唐宋古文打大家。他搞不好现在来，他都一头雾水，什么唐宋古文骂大家，那是我发的废文呢。就对啊，你以后的对话记录，没错，真的是这样子。对，你以后对话记录被挖出来，没错，对啊。你以后发了对话记录出来，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人还有文采啊，然后结果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对，这就是我们文字记录的好处啊，就你会觉得很有趣啊。对，就你不觉得那个谁啊，就那个叫什么王安石，然后每天发 emo 文，然后有些 emo 文就突然变得超级有价值。对，那就是我们现在这就是文字记录的有趣之处啊。的确，古人一堆废话，对，你就是他那你说什么？然后你看，当时他如果不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用背书了。那你现在不要发废文，以后人也不用背书啊。可是你有可能，现代人更爱发废文。对啊，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发废文吗？对啊，你会因为这样你就叫别人漫画家不要连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还不是到现在很喜欢看漫画？对，就是这样。不过我觉得文字记录基本上是现在已经体现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像刚刚吴昕老师也聊过了哈，这个可能就是古人发废文。就是记录到现在，可能就是无聊的废文，也可以变成教科书的这个同时，也希望就是说台语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变成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个前提，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前提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目前努力推行，然后也算是就是比较有一些困难重重，但是大家还是努力在耕耘的部分。但是在那之前呢，台湾人也是还是存在于很多语言尴尬的这个部分。吴昕老师觉得怎么办呢？就是他们还是有些，我还是会发现孩子们，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听到台语马上的得东啊、写安诺啊，这个东西很难要去排除，对不对？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我觉得那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只能跟他好好讲说，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因为你在乎他的感受，对。那我们要怎么试着让对方也在乎我们的感受？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讲一些我刚刚跟你们讲的一些很有就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当聊天，我们不一定要觉得这些东西是上课，我们不一定要花时间去记。其实我觉得多讲就好了，就是多讲，他真的就可以。就跟古人发废文一样啊，你不知道他们就是有时候发废文发成就是网红专业，那你从现在开始你就用台语讲一些废话，他们就会接受啊。就是他会觉得很多人说我听不懂什么，然后说好啊，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学，我其实也不是很懂然后大家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小孩子都喜欢教大人。我以前在差不多400出头岁的时候，我也有去当小孩子的补习班老师，然后到最后发现他们其实还蛮喜欢跟我讲台语，而且他们会很喜欢展示自己的台语肌肉。我说我们今天台语老师教我们什么？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好厉害。然后结果其实我根本就知道，就是让他讲，他喜欢教大人的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去讲，他跟你说我听不懂，然后他就说可是，然后你就说我也听不懂，那我们一起来查，对吧？然后会装作不知道，就给他查，他查对了，然后再跟他说哇你好棒，这些事情我活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对，我觉得给予认同，然后有些人就会说我很委屈啊，我为什么要去
接受大家，就你有时候不一定要教小孩，小孩子很可爱，你还可以接受说教。但如果是你爸，然后你爸开始对你说教，你就觉得很烦了。对，大家就说，我很委屈为什么要听他说教？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没办法，你就是比较爱这个语言啊，你就是想要开始学。是所罗门智慧之中的真的妈妈嘛？你是真的妈妈，你就会哭着跟所罗门王说：“这个小孩是假的，拜托你不要把它砍成2半。”比较爱的人就比较委屈，你爱就卡成戏啊，不要弄啊，真的是这样。对啦，就是这样啊，对，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语言这种东西，可能当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它不应该分优劣的这个状况下，我们也还是努力要把这个比较善的循环的这个善念传递给可能对于这个语言有一些误会的这些族群啦。我觉得感觉有一些伟大的使命感，但是又不敢说自己多伟大。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其实我就对，大概是这种感觉。不用啦，就是也不用觉得这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倒也没这么厉害。对啊，就是把它融入生活里面，然后你有机会就讲。其实我跟迪卡合作，你看从卡甲一档戏开戏也很久啦，1-2年。我就是觉得我们水到渠成。老师1-2年了吧？老师，我有不知奖金吗？老师。没有啊，因为我们去年超忙的我们去年1整年都很快的过啊，我们现在是第2，已经快开始迈向第3年了嘛，对不对？真的耶， Oh my God， 这件事情，对啊，这种事情也都是水到渠成。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说啊，但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大家早晚时间问题，到时候都会走在一起嘛。毕竟我们大家都是在土地上生活的人，很难不走在一起啊。我还以为你会讲到说什么走在一起，听起来很像我强制征婚，结果你想到的是这个东西，然后我没办法。没有比较江湖味一点，不要往那个比较浪漫的方向去想，结果你满脑子想的要 K 人。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双子座的就是肌肉笨蛋，对我是一个双子肌肉笨蛋，抱歉。超级好笑，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啊，就确实啊，就是这件事情水到渠成，有缘分的人就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生在台湾这件事情就一定有一定的缘分了啦，不然现在你重新登出投胎，你有1/5的机会会变成中国人，有2/5的机会会变成印度人，那你怎么会抽到 S 也不是 SSR， 反正你就是抽到最小几率，你变成2300万人之中的其中一个，那我们就是有缘分啊。然后我觉得不用去强求，不用说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天，我们开这个系列，我也不是一定要强求大家一定要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台语写超好，你们给我不准写错字，你们写错我就打手心。是这样，就是我们就只是分享嘛，对不对？我真的吗？你们想被打手心你想要去夹那个竹笋炒肉丝就想要夹这样啊？对啊，哎呀，你像那学姐嘛来啊，说她对我们学姐她那个时候说她没有本土语课，然后国立殡仪馆的时代这样子，对，哇，学姐，你们以前都称她叫做国立殡仪馆吗？学姐都如此称呼，我天啊！听她在讲，我想说我听不到，心血，好好笑。我天啊！是原来是国立殡仪馆对，殡仪馆课本。对，我们现在黑啊，就是对啊，我们是没有上本土国语课。我觉得那一个时代，上一个时代要去跟体制碰撞的时代，其实是最辛苦的，因为你其实我们现在走，我们都会说什么戒严36年。全世界最长的时间，然后什么就过去，是因为我们知道会结束，但你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你不知道你今天坚持要讲这件事情，你有一天会不会被找麻烦？对，就是其实我必须反而讲是你们活在那个时代，我自己是觉得啦，那是更辛苦的事情，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大家，你现在一定要把思想转回来，你一定要怎么样，不然你们就是不正确的。其实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就是能够很痛苦的接受以前的学的事情，或是不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放下这个身段去学一个新的时代的东西，这其实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甚至我下一代，就是我们下一代现在
在读大学、读高中啊，是讲较细汉的囡仔，他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觉得，我也不一定觉得习以为常。我觉得抖音超级好，超级白痴的，但是他们觉得那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对对。那我现在要放下身段，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标准，我要去学习新的东西，这件事情都已经是很困难了。那何况是在一个你不知道白天什么时候会来的时代，然后你要去冒这个险，其实能够改变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不管你是在什么时间点改变。有些人改变比较早一点，他们就会付出身体发肤的代价。对，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有认知或者是有想要思想碰撞这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大家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真的不用有太大的压力。这样没错，真的，国立殡仪馆是什么？你们真的会有拿去烧吗？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被骗的那一代都是骂最凶的那一代。我觉得殡仪馆这个字真的是蛮凶的，就很凶啊。所以其实我刚刚看到，我心里想说，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原来大家都看得懂。超凶的看鱼游泳的国语课本，就是他可能就是乌来的瀑布上面要看到鲑鱼力争上游。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就是到底中国就是那个蒋中正他的那个是。等一下，我想一下哦，他的家乡好像是那个嘛，浙江嘛，对吧？浙江有鲑鱼嘛？我那时候看到鲑鱼，就是那也太乱写了吧！这个人没有拿去被杀头，也是蛮厉害的。就对，可是这后来都是一些很后代的史观，就是我们从来在上殡仪馆。不是，为什么我会讲殡仪馆？好，反正就是编译馆，就上殡仪馆那套教程的时候，你好自然的时代，其实对啊，大家也不太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啊？你们也就那个时候的小孩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自由的就去中国，但是很了解什么一定要背什么铁道什么的。对，但是没有人在亲眼看过浙江的溪里面有鲑鱼，你们没有看过这？你妈说你们好老，对啊，你们好老，什么殡仪馆我都不知道，殡仪馆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对，在场最有资格说的是吴清老师，他真的很年轻。他娃娃真的是 Google 起来才知道，他娃娃也很年轻呢。有他真的假的？对，也算，就是在场的各位报上你的年龄姓名。哇，我到现在还是我，因为现在国小课，现在国小课本好像有一些已经改了，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奇异果出版社，他好像是在讲就是台湾台语，然后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在推动这件事情，在监督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对，那最少现在我们线上的教育部的字典已经是台湾台语字典，就是去年有改了一个版本，对，有名称有改回来，但是我觉得那个界面更难用了，所以我还是要抱怨一下。的确呢，对，我是觉得它不太该怎么讲，使用上真的有时候不太顺吗？还是怎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其实就会变成对，其实就会变成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你才查得出来。对，它不是你完全不知道，然后你去查。对，所以，但这个也要使用者越来越多，他有回馈之后，他们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因为以前都会是我已经知道的人我去做嘛，因为你如果不知道的人去编字典，你也没有办法编出台语词，所以就变成说知道的人他们就会用他们知道的角度，他们很难用完全不知道的人他们要怎么去学习的角度。这个东西就有赖大家现在如果有兴趣，然后愿意去学，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做的很烂，然后因为你们每个人不一定就是你们每个人就他们不一定会，就我觉得是这样，政府不一定好不好？政府不一定会很看得起你上进的学习心态，但是他们看得起你的选票，对不对？一人当然就是一张票。如果去打电话跟他们说，你这个做的太随便了吧？就是这个我都没有办法查案，他就会去处理了。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对。你们知道吗？那个民意代表议员的那个电话很好用啊。那我觉得就是之后7、8月之后不要打，对，7、8月之后不要打。很忙。我觉得很累，对，很累。对，我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反正就是，为什么？好，反正就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下来，也就有些人就会说，我觉得注英文比较好用嘛，然后我们不能用注英文写嘛。就台湾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注英文吧，就他会有一种你在玩，对，就你可以先帮我，对你已经到下一页，就是大家学习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华语还是台语，大家超喜欢谐音梗。但谐音梗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有另外一个对照的语言，你念得出来，然后并且这个语言它有一些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大家很常看到那个路边有在卖荔枝的很棒的奶鸡吗？我以为你会考大家怎么念，知道在讲什么吗？这样子，就吴昕老师直接解答了，很慢的奶鸡是相会来对，你要考来啊。就那你们你要考另外一个绿色牌子的那个是什么？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自由时报，而且自由时报有特定新闻哦。自由时报有特定新闻，嘿，我看一下，他有特地写一个新闻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样，你看得出来吗？你说很慢的奶鸡吗？有啊，这两个其实我都看得懂。旁边那个，我想旁边那个绿色的那个，有旁边那个我也看得懂。你想要考他们？我想考大家，你们那个，我们先从很慢的奶鸡开始，你们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可是你知道华语打正。就华语的意思出来，那是什么？我知道，给其他人答。好 ，OK， 我们先趁现在喝口水。吴昕老师有要上个厕所吗？我酒家本瘦的。好，你要去吗？好，我先看着大家。我现在听讲人家是嘿，人家结伴上厕所。好，没有，我没有。我们小女生最喜欢手牵手去上厕所，不是吗？有以前都会本色酒鬼。厕所借过，对，这两题，对，他们有讲到现在的对，毛薄荷荔枝，有啦，很慢的啦，现在的荔枝啦，很棒哎，不错。然后呢，隔壁那个 Level 5那个是什么？这个大家可能看一下，多利也白啊，这个可能稍微要念一下才知道，对。拜托旁边那是什么？我们念出来可能大家都知道。荔枝大家都怎样？哎呀，奶鸡啊，很慢的，哎呀，很慢的奶鸡，很慢的奶鸡。然后烟蒂和狗屎，有，但是什么是烟蒂？什么？你把那个整个词可以打出来，因为大家就是有没有完整答案？有没有完整答案？我们等一下，我很接近啊，就是烟蒂跟狗屎是对的，对。好，既然烟蒂跟狗屎都出来了，烟蒂怎么讲？昏头的几嘞？你看，对，大家的意思也都不一样，就会变成大家念的东西不一样。对，且旁边的那个5个字以内，大家还都念得出来，但如果字句一长，所有人念的方法都不一样。嘿，有了，小天是解答了，恭喜小天，好不好 ？OK， 你没有办法获得什么，你只能获得我的掌声。对，获得我们的掌声啊！来，我先没乱聊，来，我们所谓的烟头的主要就是就是昏头卖乱带嘛，卖乱带啊，高赛卖乱绑，就是你烟头烟蒂不要乱丢，然后你那个狗大便不要让它就是乱那个，对，乱放，乱随地，对，乱随地放地雷。对，而且你就发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猜的时间其实很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刚刚是用华语的意思去念的。那为什么华语我们念得通？就是我们可以用华语的意思，前提是第一个就是你要会华语，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本身有意思，所以看起来才会好笑。比如说很慢就是很慢嘛，很慢它有一个意思啊，就很慢，它本来在华语的意思就是 slow 嘛。我们如果又拿一个第三语言，好不好？那个如果用日语的话，很慢是什么？遅いですね。遅い，对，它其实，在原本的就是你这个谐音梗的语言，它会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完全不知道台语的人，但是我知道华语，然后我不知道有台语这个语言，它会混淆我的意思。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说用注英文会比较好学。其实你在用注英文的时候没有在学，那是你知道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所有人知道，就我觉得台湾人都会说，我台语不好，但其实你们知道的东西很多。那你们为什么会看得懂？原因是因为你们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潜意识里面，不是你们还是我们，是我们大家在看得懂，并且觉得好笑的前提，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个在讲什么了。不管是台语也会知道，
不管是台语还是华语，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但你如果知道你在已知的情况之下读得出来，这不是学啊。就你不会学，你不会说你念出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叫做你在学习知识。通常都是你因为一个系统，然后你知道了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比如说我们念单字，或者学片假名，然后学日本的罗马字，我们都是在学一个我们完全未知的东西。那个才叫做，应该才是在客观的意义上，我们说我们在学东西。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能就用注语文打出来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以上的一些会让字，就是会一些语言传递上的缺点，就还有就包括我们刚刚 run 过一次嘛，大家看了很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是第一个时间。对，然后还有刚刚迪卡你第一次念什么昏条？你是念球对不对？我昨天就是在想说写昏头还是昏头，对，就是会这样子混淆，你懂吗？会想说奇怪到底在讲什么，之后才发现说应该是烟蒂啦。对，就是昏桃，它其实是念桃。对，那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用就是台语类似注意的东西去拼的话，它就会有这个概念。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你们知道中文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华语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吗？就是我们有点像是就国语运动有点像是我们因祸，也不能说是德福，反正就是德福巧克力不好笑。你看这就是一个谐音梗。对，就是我们已经学了一个最难的语言，但是对所有就在语言学知识上来说，就是象形文字是最困难的。然后我们在看汉字的时候已经是象形文字，我们的注音符号又是象形文字。对，所以也就是我们已经学会了最难的语言，但是我们再去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东西，我们就会在心里很排斥，因为那个罗马字它不是象形语言，它是声音拼音文字。你只要知道24个，并且24个字，不有26个字母，对，它都没有任何象形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去想象，看到这个字母去想象，然后它需要透过编排。其他的其实现在连中国那边去学习华语，它也是用就是拼音嘛，对，他们也是用拼音的模式，然后我们的注音符号不一样，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台湾人去学习其他的语言的时候，就会要先跨过这一层困难。我们要先去学其他的拼音，我们要去学，比如说我们26个字母，但是26个字母在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念法，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日语就是 R E U A O 嘛，但是你在英文它就要念 A E I O。对，这样子，对，你知道吗？就是它是有不同的念法，但对台湾人来说，就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很直接的转换。但你对于一个英文人士来说，他看到 A E I A O，他也可以念 I U A O， 对，就是因为它有2套系统，他们拼音它就可以很自然的念出来。对，然后这也是我们在国语运动，为什么台湾人学语言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第一个我们很注重我们念的东西到底正不正统。其实没有什么所谓正不正统，就是语言你今天是后来学的，本来就会有那个啊，本来就会有口音啊，对，不是有口音的东西，对，不是什么你讲的有口音，你就是在说方言，方言没有什么社会阶级，方言不是被禁止的东西，起码它在我们的时代不是。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要从我们这一代建立起。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你前面不一定要学，你不一定要去建立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对自己开口说任何语言，不一定要是台语，要有自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我觉得台湾人实在太自卑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讲不好，我讲的不标准，所以我不讲。不论是日文还是英文，你看其他的国家从来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没有人会在意说。很妙的是，他除了就是会担心自己讲不好之外，其实我也会嘛。但是很多人大部分会
自卑反而是自卑在于说，即使我今天台语讲得很好，也自卑，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会觉得说我讲的是华语或者是国语，为什么我讲的不是日语的那种？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自卑感了。对，会让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很难去排除。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又比以前还要再好一些些了啦。对啊，我们的社会发展是分期付款，我们跟很多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就只是我们自然而然发展成这个样子。对啊，唯一不好的是有些人，对，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自信，这件事情很重要。就也没有什么你学了台语会不会就是你讲的什么东西都有什么？大家以前都会笑台湾狗语嘛。对。你有说讲台湾狗语的人一定发展都不好吗？阿本伊讲台湾狗语啊，不是做到台湾总统对不？安尼嘛是安尼啊，你今晚你讲那个那个李登辉嘛，台湾国语啊，民之所语常在我心，对不对？第一届民选总统啊，台湾国语有不好吗？台湾国语不会让你的能力变得不好啊。那为什么会觉得今天我学了我本土语言，那我其他语言我讲不出一个标准的英文，其他的国家的人就会笑我，他们没有要笑你。没有那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台湾人的自卑感，并不会，而且是恐惧感，真的是就是那个，我觉得因为老师在班上实在是一个太有权威性的角色，然后我们小时候那种被笑，然后又也没有笑你，有时候就是他不理你的那个羞耻感，就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从课语班回去的那一条路，然后大家在玩大风吹，我进来没有人把我当空气的那种感觉。最高级的无视天哪！对啊，他不做什么事情，反而都就有时候他甚至不用对你做什么，他不用惩罚。对，这种事情才是我们有最大的恐惧，就是我们今天只要说了自己的语言，就会有这件事情，就这个现象就会发生。就是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这种恐惧，但其实现在你到哪一个国际舞台上面，大家都不会这样对你。你站在那里，因为恐惧自己说不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其实我觉得反而才是我们客观上的出糗啊。没错，对啊，还有。对，还有你讲不出来的，I come from Taiwan, the food is good, like drink is better 之类的，对，就是our country has bubble tea， 然后所有东西都讲不出来，大家才会觉得很疑惑吧？就是你在干嘛？对，就是你先讲。我觉得是一个华人社会给予的一个很病态的一个思维哦，因为一直以来，就像我有跟大家或者是吴昕老师分享过，可能大学时代我就是专攻日文的这个部分。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去模仿，所谓我学习的语系，我就是尽量去模仿它，对，然后模仿到最后就是可能，即使我真的不是当地人，可是我还是尽量可以用可能当地的语系去跟对方沟通，然后渐渐的我会发现说。台湾人很自卑，是自卑在于说，他们会很在意你讲的有没有跟当地人一样。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我今天是台湾人，我的母语是什么？可能我常常就我在台语家庭生活长大，我的可能常常耳濡目染就台语。那如果今天像吴昕好了，你今天可能是在客语家庭长大，那你自己可能耳濡目染就是客语。对，那相对的你会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国语或者是客语嘛。那我自己的话比较熟悉的就是台语跟国语，这个我一定是讲的就是比较沟通没问题的东西，认真啊，对，所以相对日本人而言，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身为外国人可以沟通就好了，他哪管你下面 accent 就是音调，你讲的好不好听，他们在意的是 accent 有靠音啊，对，他们在意的是 accent 呢，第二，他只这个拿到说那个大概就是你今天可以通的话，那就是代表你成功了。可是这个东西在于台湾人而言很自卑的，他们会认为说，哎呦，你今天可能身为主播。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就是想要讲一些日文，为什么你没有讲的跟当地日本人一样哦？哟，你日文好烂哦。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这个是在我可能踏入这个圈子的时候，发现大家可能有点太过于在意这一点了，因为语言是要能通、能沟通、能够理解对方，并不是说你要讲得多字正腔圆，因为你本身不在那个环境，你就不要再逼台湾人。
就是逼死自己台湾人了。台湾人很爱逼台湾人，就这一点很而且我觉得是一样。你说？我觉得刚刚那个就是三哥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点，就是有人说儒家思想叫育民无数，儒家思想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也是在国语运动有一个，就是9年义务教育、国立编译馆开始出现之后，我们有一个正统的思维，就是我们一定要讲话像某一个地方才是好，其他地方都是偏乡，其他地方都是就是什么什么海外什么偏地啊。我们有时候讲什么，就是有些你去看，我们如果讲一个。就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中国不正统嘛，现在不正统。为什么正统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下一页，我们可以刚好讲到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就是到底正统这件事情是台湾一个很奇妙的想法，很奇妙。就我们又说，我们跟阿公阿嬷讲，就是我在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最纯的啊！我看8点抖音没人苗可丽，我公车边嘛，所以大家都说什么火力加照顾啊，哇，一恭维就认凳就哇，还跟我受环境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依照我对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布袋戏的了解，他们的语系其实不是台语，他们的世界观那个叫做中原语。对。但很多人也会说什么我们台语是什么？我们台语是中原正统语言我们以前都是在讲那个，我们以前。大家讲的话都很像台语，但其实也不是，是因为台语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语言。那它在发展的早期，有很多语言在早期其实听起来都差不多，因为语言就是这样嘛。我们刚刚有说嘛，有一些人会有口音，刚刚就是迪卡特别提到的口音，语言的分化其实就是从口音出来的嘛。然后不同的我们同一个族群的人到不同的地方，我们遇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族群人，然后语言再相互融合，它就会变成不同的语言。刚刚小川上义的就是发表台语这件事情，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对，为各位复习一下，小川上义先生在我们刚刚上面的这个 PowerPoint 的部分，这个吴昕老师有就是带大家介绍一下。好，小川上义先生好 ，OK， 回到这里。对，然后我要讲那么多，其实主要要跟大家讲的，苏完真讲的，他不是讲台语啊，他讲的是中原语，是，对，他讲的是受报共为其实是中原语。我那个时候，对我那个时候进去，我400出头岁的时候，然后去大学，我发现。就是我坐下来，然后老师跟我讲啦，是讲你有看布袋戏的吼，你们讲台语吼，都是需要再雕的。我那时候超级痛苦就是因为你考试台语。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文法就是你如果用那种英语式的学习，然后就有什么主词、动词嘛，然后日文就会有什么6大使动词、6大动态型之类的，你用那个方式去学，你会发现哇靠，说完这讲的跟那个都不一样。我那个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台语很好的信念完全崩坏。对，就是你要全部都在打掉重练，然后到时候我回去看。布袋戏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不习惯。对。安，今天里 ，Hello， 对啊，欢迎来到的迪卡宾的，今天里吴昕老师跟咱讲台语。有啊，我觉得我头都要讲三哥讲啊，其实刚刚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要跟你说，有一些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一些人才是正统，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突然。皇帝就不是传贤不传子了，他变成传子不传贤嘛。他一定要保持那个血统的纯正啊，对吧？要让大家慕强，你有正统的概念，才会去合理，就是暴政的的正当性，因为他强，所以他的孩子也强，对我才会有这个正统。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在国家里面有正统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但我觉得你要说台湾人正统，台湾人所有人都不正统吧？我们有那么多民族，大家都很自由，对，我们有思想上的自由。那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人。而是台语可以在各个地方去实施。大家，你应该帮我看下一页。好的，没有问题，老师。
哒哒哒哒哒哒哒。讲到布袋戏，我给他探讨，但我真的超喜欢看，我就是对金刚啊、霹雳我拢看，我靠，就是亚台我嘛看。你也讲得出来，哇，对，厉害。对啊，我就是都看啊，从那个我重新学台语，可以啊，重新学台语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这是你要怎么学习？大家如果今天愿意再继续，真的，对啊，都很棒。对啊，嘿啊，就是台语啊，其实在一个没有国语运动之前，它是很多发展的。就我们包括现代，你刚知影就是有一个网站，伊在讲的就是跟帮大家翻译一下，有在逐天几户天文图，它就是会发一个天文迷音，然后就跟你讲用台语讲天文知识。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存在在一个很科学的地方啊。那不然你们以为就是以前依照的日本时期，有陈澄波啊，有很多医生蒋渭水，他们难不成是用华语去学医学吗？不可能啊！而且包括我们刚刚去讲的，你是想要抓对不对？对，但是抓不到算了。好，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就是OK， 现在应该大家还是可以看到画面吧，就是讲跟天文有关系的台语，他就是在讲说跟天文台有相关的台语，天文台就是天文台嘛，然后泥促定就是圆底，然后它上面旁边就有写说人家要怎么念，对，然后下面有一本台湾最早的漫画叫做《小封神》，你知道它是最台湾最早的连载漫画啊！你们知道我再跟大家讲，你会看到旁边有一个作者，他叫做徐秉丁吗？你们知道徐秉丁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歌，大家可以猜猜看，这样，对啊，大家可以猜猜看他有什么有名的歌，你要不要猜猜看？等一下，我现在好像还是抓不到，算了，我想把这个放过来，但是没关系。让大家看，大家应该是看得到的。好，小封神，徐秉丁写了什么啊？我看一下，我现在写了什么歌？对啊，那直接查 ，OK 啊，你就查徐秉丁是谁啊？徐秉丁，我不知道，就是他写的有一首歌，他们一定都会唱。然后在台北车站准点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首歌。对，大家猜得出来吗？大家可以猜猜看。我觉得讲这样很明显吧，你们只要去那个更后就去台北车站到迄个过点的时阵，就会我才肯定租了专辑。你写讲啥？租你开专辑是我写的。嘿，你开专辑是咱吴昕老师写的。当然是啥物歌曲我唔知影诶。当然我住高雄，我真唔知影。我跟你讲，大家都已经，你可以用海龟汤，你也一定会当有海龟汤的红心，我问啊，你一定会唱。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唱。当然是童谣吗？是台湾的童谣吗？对。点啊嘎？对啊，有些人有这个人啊，有这个人，但是好像也不是他的真名，你们可以去查一下。不是点啊嘎？丢丢档。很接啊！对，就是回家，干嘛一朵阿妈一朵丢，对。扛来，对，丢阿妈一朵，那个底落来啊！我猜对了，是他写的，好酷哦！他做的事情跟我有点像，伊就是打钢尾棒嘎啊，写几呱呱啊，那就是好厉害哦。对，他就是靠这样赚钱，所以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就是放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我放这一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台语一定要在宗教场合或者是政治场合嘛，有些人都会觉得今嘛你去上台看到一寡什么，我们刚刚说做立委嘛，家孙代代做立委有无？对不对？政治宗教场合很常听到台语，那为什么台语只能放在这些场合呢？就为什么？那是因为也是有很多，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我们国语运动开放之后，对有特定形塑的形象。刚刚其实有一个刚刚有一个形象报道是说什么往后方言的电视剧将会往后的电视剧将会逐渐减少方言比例，他是说减少，他没有说全数抹除。那这些方言到最后出现在哪里？就是东西叫小号的老母啊，还是讲拜拜酒杯是阿公阿嬷啊，弄讲台语啊，还是那个大家都觉得什么？为什么政治场合一定会有台语？因为大家都觉得政治人物是坏人嘛。一张龙也刚刚进李林母是拍狼，现在这种是拍狼，那是因为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坏人都不会比政治人物还要坏的年代。我们有这个年代，我没有说是。
好多有人讲了呢，感谢恁那边讲啦！吴昕老师，你刚才恁那边真正就爱听咱调皮的专辑，你刚才？我知影，我有听过伊唱歌，超帅，气势势吼，这样就难呢。刚刚说台，对，就厉害。哎呀，就厉害哎！谢谢那比，谢谢刚小烈杠的，谢谢那比带着他的伙伴降落到我们的频道。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我们邀请到很厉害的吴昕老师替我们来授课哦。就搞吴昕老师没有啦，我没有授课啦，我就是跟大家就是聊天一下哦。我觉得大家聊今天也是。就非常的踊跃，我也很开心啊。我就欢喜，大家欢迎今仔日新的观众，欢迎大家新的观众，好不好？还是工商服务时间哈。本系列节目是由我们文化部语言发展。国家语言发展法赞助播出吼，咱今麦有一个活动吼，文化部爸爸出手，也是讲今麦另外咱文化朱组员就会有6个月的迄个限定周边，就是这6个月的周边我们就不会再出了，所以你现在如果只要加入1个月150块就可以得到连续6个月的限定周边，真的是限定周边。然后我们3月的话是梗破位明信片啊，4月就会是亚克力透卡，你可以带出去好不好？对，带出去然后拍照的，对，他都要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下面是光批光，我想光什么？它那个应该是光批啊，批型的批，就是一个手在一个笔，对，那个批改的批好，我们叫光批好了，不管。总之，刚刚又被教到了一个，就是我可能也不太常用的明信片的台语，第二个这个对，那这个是的，那只要你加入，看有几个月就领几个月的好礼啦。那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一次真的是吴昕老师爆肝帮猪猪写这个企划书，然后也成功获得了文化部爸爸的赞助。那这个赞助的部分呢，感谢文化部爸爸爆肝，没有啦，也是吴昕老师爆肝啦，今天就刚下那这个部分也是吴昕老师也希望可以回馈于我们的频道的会员们，所以我们才加开了这个150块的限定6个月的猪组员，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的话支持起来。好，打给皮胖子嘞！刚下各位也杠的，刚好我们的那个 Nabi 也来了。我们这次的明信片，对我们的骰子老师画的这个美图，刚好也给大家皮胖子来，已经完稿了，而且基本上是非常非常 Kira 的材质，对不对，吴昕老师？对的，我们是走一个木下风格啦，就是因为3月时阵有一个时节叫做春分嘛，就是春分证。哎呦，其实西方有一个讲法讲，就是春分的时阵很适合算塔罗牌，所以我就做了一张牌给大家。你们收到当然不会是这个正反面版本，后面也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字。对，然后我们当然是只有这个会员的人才会看得到，好不好？就是这像是我们几挂的沙币鼠，这就是几挂沙币鼠啊，来给你们就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那么加入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填表单哦，我们这个表单就是已经在置顶连结上面了。但是如果您刚好就这么刚好块以上，你讲甲因讲150块以上，300块还有回来咱理事组拢嘛有，就绝对都会有。对，这个就是给大家，对，就是给大家那叫什么啊？那个叫做傻避暑啦，因为也是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机会嘛，来跟大家讲，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就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特别谢谢我们各位频道的理事组，好不好？那边也好想要，对，没有问题，只要加入我们这个，好不好？就是台湾话朱主任就会有，也不是有机会，就一定得到，一定的150块以上的，大家都一定会有，没错，对。那如果说刚好你的会籍在可能300块的组长，或者是我们最崇高的600块经理人，甚至是我的高阶300啊，不是300，对不起，那是我们高阶，大家都觉得是38块、32块、3200、3800的高阶，基本上一定也会有。然后表单就不用填啦，由朱迪卡帮您尊爵不凡的填上去。因为您就是头家嘛，对吧？就您大家拢头家啊，就是因为有您的好不好 ？ON 就是支持啊，就你们的应援，有人起码大家才有迄个，咱才有这个机会啦，会当有这个
这个系列这样子，真的。然后看着他们起码有讲什么战后所有的国一些重要职位都被讲华语，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一定讲华语，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真的很有趣的方式，对，真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议题。这个题材不适合在今天讲台语的时候说，对。但是大家有提到就是白恐这件事情，白色恐怖，它的最近的最新的资料研究，但是在讲解，因为今嘛都后是3月，3月刚好是这个时候，就是在70几年前的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是活在恐惧里面的。但是其实大家知道，白色恐怖70%以上的受害者都是当年移民来台的中国人，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讲？对，现在为什么没有人讲？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对，那但是现在有这个最新的研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议题有详细有兴趣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等到我讲啊，也是一样，去大宝老师家敲门的时候，顺便去旁边的国家档案馆。对，在我们5月的时候，乃至2030年会公布1980的白色恐怖档案。都会在那里全数的，大家可以自由的去调阅资料。对，在4年，对，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历史。就最近我有一个很神奇，我觉得你们现在看到这些档案跟这些资料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历史档案会骗你。对，会骗你们。对，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脉络跟这些史料，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温度。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看这些东西。对，虽然它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件我们能够绝对是不能称之为有趣的事情，但可以去了解一些就可以去了解一些跟这个地方实际上有关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对，当然你也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其他的国家啦，就非常的有趣啊。对，真的好羡慕哦。陶娃娃其实羡慕啥？你他不是也有吗？这个我们家大佬的口头禅就是对，都喜欢这样子说，说好羡慕哦，然后对，然后就很羡慕，就可能大佬们有那些可能猪猪帮他们直接填表单啊，不用自己填的这个回馈啊。对，他很羡慕只有3万，就月薪只有3万块的生活，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快要请。而且我每个月只有3万块，都不用烦恼30万的烦恼，月薪30万的烦恼。就不好意思，我们家大佬比较喜欢，就是对，就是对，你知道的，常常讲这句话一定是大佬，就这样。就是认套啊！那我们之后今天开完这个充满知识学术的台，然后明天再找你算账。好了，我们今天其实要讲他，我跟你讲，我今天可以当博士，我明天也可以当流氓，你给我小心一点，这样。反正等下去群里面打断他的。OK， 我把那个断脚的那个接力棒给吴昕老师了，交给你了。这个是福利耶。然后去组团打扰专业老师、专业老康大宝团队，你可以去敲他的门，然后敲他的门，敲完之后迅速的跑到旁边的国家档案馆。我记得国家档案馆那边好像也有好多蛮好吃的咖啡店，但是我自己还是没有亲自去。对，它很大，而它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任何就是可以直接到的一个交通点，所以去那里其实需要转车，但我觉得那里好像可以去1整天吧，它就是一个很大跟历史博物馆很像的地方。对，大家可以去一下。伟成是安，欢迎大家在离开边的今天来看咱吴昕老师教咱讲台语哦。对呀。下礼拜还会有，我们这个系列会2个礼拜开一次。对，没错啊。后礼拜对啊，我们头到讲到上背几个，就是明天帮我下一页嘛。就大家会说，我那很多系统啊，对，然后拿那我今晚真正，我今天深受，我给他轻轻收掉低卡跟无锡的干话，我现在开始洗心革面，没有，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好吧？因为你现在要开始学，在演哪一出啊？没有，他们可以演自己很羡慕的样子，然后当然可以为我演一出，就是今天开始想要好好学台语的。洗心革面这样。对，我们想要学，可是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学啊。等一下我要讲
讲给我们没丢，就是你有可能就是上去讲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跟我说，我不要学这个，拜托，你学的都是错的，笑死！你现在不会讲，还敢说自己是台湾人哦？我们现在把这些就是魔障之音全部排除，然后我们要怎么开始学？为什么看起来很难？这应该也是这应该嘛是低卡进前来讲就是你觉得最大的困难点。你看到我们手村的英文，其实它应该是罗马字嘛，对，就是看起来好难。好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从何学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对英文很障碍的猪，所以因为吴昕老师也知道我日文有多好，英文就多烂嘛，所以就完全、我听说真的会互相影响，就是他们会互相影响，在语言学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隔在外面，就是隔前后的语言，因为英国是一个海岛系国家，就是它跟我们台湾比较像。但是日本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就是它是大陆系国，不是那个大陆，反正就是大陆系国家，他们是自己封闭的系统，对，他们的发展跟我们不一样，对，所以他们这两个语言学起来才会有一点互相影响，对，但是我觉得有语言观的人学任何的语言，能够不会说完全不会受到影响，应该是说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小。对，然后大家就会说，我们今天要学台语，那要怎么学？其实我记得，如果你真的要学，你真的要看的话，台字大词典他们也有用片假名硬拼把台语拼出来，那个也是可以用的。然后我们所说的教会罗马字、台语罗马字跟汉字，其实他们的关系就有点像日本的片假名，还有平假名，以及日文也有汉字，对不对？日文的汉字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就是 Q 带，还有写西带嘛，但是西带跟在我们台湾的意思跟日语的 Q 带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对，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你要乍看上去就是很像我懂，但结果不是那个意思。对，就是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啊！教会罗马字跟台语罗马字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今天我今天没有时间带大家去看那个我们等一下说的教会公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网站嘛。如果你去查，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教罗版本跟台罗版本。教会罗马字，它有一些字是现在印不出来的，就你们现在看到很多，你们会说，这个为什么我看不懂？原因是因为就它显示不出来啊，对，它显示不出来啊，所以到最后我们那个阿本你知道吗？现在要开始开台语课，然后他也要开始就是发展台语印刷的时候，会发现印不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字很小，他看不懂，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要开始最佳化这个输入法，所以台罗大部分其实跟教罗都一样，但是它有一些教罗印不出来的字，他就用其他就是英语也印得出来的方法把它写出来。对，其实是这样，他们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就是台罗是教罗，你如果要有相对应的评判，有些人就会说它是它的改进版。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改进不改进啊，就是你愿意用哪个就用哪个，就跟现在我们在学日文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就是日语的片假名怎么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就是新的语词，那就直接外来语词，那直接就用它原本单。对，就英文的单字，然后我用片假名拼出来就好啦。那你可以把台罗当成就是片假名，对，它就是你有新的语词，很多人就会直接用台罗拼出来，然后台罗也是比较好写，你起码现在就是大家会希望这个东西通用，然后我基本上看得懂，但你要用平假名也 OK， 就是你要用教罗也 OK。那汉字的系统就是日语跟台语，还有什么广东话，还有我们说的中国语，大家都是用汉字这个系统。那汉字就是你在不同的国家，它会有不同的意思，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对，你现在用再去看，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害怕。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关系。好，他就说，那可是我现在还是不会啊，没有关系，我们总算来到了最后一页，就是我们下礼拜，好不好？下礼拜我们就会从我们所说的，就是有点像是 R-E-U-L 平假名的台语，我们会开始教大家台语的平假名。对，然后我们会有罗马字开始教，我们从头开始教大家学，我甚至还会教大家要怎么去分别教会罗马字跟台语罗马字。对，但我还是讲一个，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就这完全都是我自己的
方式。对啊，你有更好的方式，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你不学也没关系。就如果你很满足你现在自己对于台语的认知，你不用学那也 OK 啊。就是这个知识都是开放的，对，就是我们在自由的国家，我们绝对有选择自由的权利。但如果大家想要学习，然后大家觉得很彷徨无助，不用彷徨无助，因为我们来了。对，就是我们会从头开始学，我也会从头的开始，就是带低卡一步一步学。其实我觉得有学会日语。台语真的超快的，真的吗？就是我们之前对啊，公公主也超会讲台语啊，是没错啊。你有好想他会讲台语啊？的确是。不过我觉得就是刚好开启了这一系列的计划，我倒觉得对我而言啊，我自己是很期待每一堂的课程，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刚好在我生活中现在可能跟要推广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对，那就是我觉得大家过来看可能会很有成就感，因为大家脑子都比我好，一定会学得比我好，所以继续来看猪猪可以学到哪个程度吧。我会努力跟上悟星老师的。没有啦，你猪的智力，我告诉你，大家都说猪很笨，但其实猪就是在动物界算很聪明的动物，它只是看起来在装笨。我有听过啦，刚小练鹅啦，哎呦，高家呢？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系列叫知识地瓜猪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原本不是想要讲什么台语课啦，对，我只是比较希望，但大家又很不免说，觉得我今天来讲话就一定会有一些什么知识的成分，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广告说什么知识热吃气死会变聪明嘛，然后我们两个又其实都是食材，我就想说加上知识变成知识地瓜猪，听起来就会很好吃，这样子，然后也让大家觉得很有趣。没错。而且我当初在看你那个知识地瓜猪的话，我毫不暇思索，我完全知道你想表达什么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是，然后医疗的这个系列跟其他的，就我们其实也会试着就是加入越来越多的台语，越来越多的台语，想要给他理华语卡子，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也希望跟大家讲，然后让大家有共鸣。对，然后你们也不用觉得，我今天来听台语，是不是就一定要把台语打出来？你要试着打，你爱加。就是用台语跟我讲话，跟我对话完全没问题。你要其实用台语讲话，用日文讲话都可以的。这应该就是两个人都看得懂。对啊，你要用英文讲话，我只是会读的比较慢一点，我也看得懂。就是在这个，我主要想要做这个系列的目标就是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在咧台湾这个社会，这也是今天这个节目最后的结论啊，就是你会使自由自在做每一个选择，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那你需要做完全自由的选择的前提，就是你要知道的东西要足够全面。那你知道了之后，你做了这些选择，你要维持原样也好，还是要选择往前就选择改变也好。这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只有在知道不一样的事情之后，才会足够自由，而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故意让你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可以选。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也差不多，对我要讲的东西其实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看一下我们朱蒂卡有什么东西要分享？我现在其实很期待，就是接下来的一些课程，因为其实我跟悟星老师都很忙，对，然后可以运用的时间有限，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给自己一个期许啦，希望就是这些课程之后，希望这只猪至少在台语上面有一些长进，我觉得也算是对得起悟星老师。有啦，怎么可能会没有长进？对啊，你是会当你今嘛是会当做专辑的人呢？对啊，你会使后一个目标是会使家己看卖敢要写歌啊？我咧就难的呢，我是真正有想过，后来就是下一个系列就变 double 老师的double 老师的咖喱米底。OK，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可以变这么全能的话，我们再一起携手，好不好？那第2张专辑，第2张要不要？不要看买呢？可以呀，对，就是每一个事情都这样，人生就是不断的找目标。小天头到讲，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想问什么？3正5的台语要怎讲？哪壶不提提哪壶。这个好像真的有但是我对
野球就是棒球，野球的迄个，一定不是山顶。应该不是山顶的款，我心里是安尼。我知影你想要讲啥，但是我即马想要为迄个较学问的所在去，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我绝对不会有，互你其他的机会。好我安诺，好安诺啊！这不行啊！就是现在你们的价码已经到15万，我们上次是说几万啊，好可怕哦！上次是跟大家说那个就是要放进度条啊，对啊，好像是要放进度条我的天哪！有就是上次我记得最后的数字是88746，对，就停在这个88746，对88746的部分，然后因为那时候87啦，对87。87没错，然后那个时候绿界就灌爆之类的，完全没有办法再对，然后真的假的？所以他们已经现在有一个进度了，是不是？就是因为红豆真的给，就是88746是遗留在那边啦，对，是遗留在那边，有点怕了。然后我现在有点。如果真的要的话，好像感觉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进度条是会比较明确？对，但是呢，没事，会使啊，我讲会到做会到啊。你若是后礼拜开始有一个进度条，我们就拼到上尾一堂课，看讲会有88746啊，对不？吴昕老师，我敢讲我就敢做。吴昕老师今天吹落去啊！但是真正有3种，我也不会啦。有的物件，对啊，野球的台语会使就是看一寡，咱就即马就是，若是野球比赛拄好结束嘛，会使就是安排一个单元嘛是会使啊。我觉得我嘛是想要去了解这个代志，不是因为我无学过台语，是因为我没有学过棒球。我是最近 WBC 了后，我才开始学会晓野球要安怎看。野球就是棒球，对。对，野球就是棒球，对，后面只是要卡绿界等开放，对啊，就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开放的，基本上外地界是开放的总台啊，所以现在其实如果大家还在期待着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稍作讨论。对，就是现在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个88746是不是要继续吹了起啊？对，还是说我们就缓慢的开个进度条之类的？对，这个部分其实就看大佬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小女子照办。对。而且头拄有去查呢，就是三正是三姓的，就是三姓，就是日本三姓部，是三姓麦吗？三姓部应该是三姓部吼，有三姓部，因为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咱台湾嘛是日本时期的时阵开始练野球，所以讲一定会有足侪台语专用词，伫咧台湾啊，这个物件就是各行各业的物件，我感觉是足趣味的，我觉得很趣味。包括水电，就水电里面也有很多什么洗力控，啊，跟有什么水管要安怎用，对，是三姓部，我头拄仔看就是安尼呢，真正是三姓部，很有趣，对。像这一类的东西啦，之后在我们的频道有这一类的一些看我们这个台语系列的企划，我们吴昕老师一定都会带给大家更多你想不到的台语，非常的厉害。有啊，迄个捕手就卡击啊，就是伊就是速度，就是游击手，对，就是加迄个。但你再讲一摆，卡击就是 catcher， catcher， 卡击，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对。就我刚刚有稍微查一下，很有趣，之后可以来看一下。对，但是讲你想要知影迄个就是主要一寡台语的物件，就是我会记单火字，啊，还有迄个台湾名啊 AYO， 内底其实还有讲一寡甲野球就相像的物件，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的那个去看一下，很有趣。对，没错，是的啊。球棒就是你应该定听过迄个球棒就是八达，不是迄个哦，对，不是黄油哦，八达对，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广告啊，伊不是讲啥物，人在外口是做去耍的啦，你袂使啦，人是有迄个人的迄个喙齿甲比八达更较长的，就是那个八达。
然后说不是奶油啦，是球棒啦，就是那个八达。我觉得好有趣哦。对，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因为爸爸的关系，然后也是有接触还蛮早期的棒球啦，就是台湾职棒的部分，然后也经历打假球部分。可是我从来好像没有问过爸爸说那些专业术语怎么讲。对，对啊，怎样？嘿呀，是啊，就大概使就是顾卡去看，其实唔呐，我咱今嘛家就是只是一个渠道啊，现在渠道也很多，然后你们那是有一寡模范生哈，想要先开始学，模范生听起来很像无形的顾的无形的讲模范生，什么意思？对，很好笑。所以就是安尼啊，就是你若是模范生，想要先去了解一下，我相信你们大家一定都查得到，就是台语的这个环境，就是应该是讲社群平台的环境，一个比两档进前更较好啊！你看现在我们也有学台语啊，就我们25号会来的洛桥啊，就是伊嘛是定拢伫伊的迄个社群顶管 Instagram 叫做学台语，大家可以去看卖，你会当听到伊足好听的声，大家拢会讲一寡就是语言的物件。嘿，洛桥的声真就温柔诶哦。真正有够，邀请到洛桥，真正感谢咱吴兴老师啦，辛苦啊，真的。就是伊对我较好啦，对啊。其他的人，你若是有想要看什么人，你嘛是会使跟我讲，然后我们就是去提看嘛，提看。公话买嘛奔钱啊，对不对？就是讲看看也不用钱啊，有就有机会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另外再找机会，对，差不多就是安尼。对哦，好啦，咱吴兴老师今天辛苦喽，辛苦你了。今天大家都辛苦啊，就你也很辛苦啊。我们讲了，不会啊，我们讲了快要3个小时哎。是啊，你超厉害的，而且真的很感谢今天讲的大家，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感谢。感谢大家。对啊，真的非常感谢。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找一下，我们要把这个降落的大家丢去哪里呢？等我一个哦。等下你嘛是要会当讲了哈，体重转移怎么说？后礼拜咱家个讲，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继续讲啊！你下个礼拜来，我就跟你讲啊！谢谢大家踊跃。下个礼拜讲啊，没错，对吧？你下个礼拜来，我今天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答完了，你下个礼拜还怎么来看我嘞？没错，对，我们对感谢大家，对啊，谢谢你们大家，辛苦啊，感谢大家。刷的来，我们迪卡今晚是迪卡老师啊，谢谢两位老师啦，我可是小的学生啊。对啊，我马上来尴尬啊，对吧？来，咱来，今天也差不多了，谢谢。那么今天我已经找到我们降落的地点了，咱16月大师兄啦，咱来去找大师兄一个。对，咱去看卖这个。好，咱今嘛爱上飞行机啊，请大家迄个安全带哈，安全表的。就爱好好势吼，即马他就是替大家检查一下啊，你安全带有系吗？安全带有系吗？没有错，安全带系啊，免税商品的期限好不好？你们那个160块的免税商品的期限，在我们降落之前都可以购买，好不好？现在就不抽税，对我们免税商品的期限。在我们的片尾曲之前，我们都可以选择购买。我们先来看一下，看你要150块的还是300块的都可以。是免税商品的期限，好不好？免税商品的期限已经快要过了，请大家在系安全带的同时，也参考一下我们的菜单。对，参考一下我们今天150块菜单5根灰，满6个月最后1个月可以收到饭油。没错请大家可以稍微的参考一下，谢谢大家。我们安全的投身出户外，没关系，那你就掉下去吧。我对于这些我们对于就是这些没有顾生命安全的乘客，我们是绝对不会下去救的。没关系，我们的飞机也没有加盖啊。的确的，完全没加盖的状况下。对，好啦，没有加盖，你可以选择对，你可以选择游太平洋游回去，没有关系。是的。OK， 今天就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吴先老师
それでは間もなく咱位大叔兄吧、大師兄的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安全door，拜拜，好不好？谢谢大家，好好势，好，拜拜，好啦，拜拜哟，大家拜拜。刚好那个 BGM 结束。哦 ，OK 吗？笑死。对，辛苦你了。